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 已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 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 抬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内心。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多。 袂停，感觉世态，伊说比较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你绝比起情感真的，看你困变是我的最爱。 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 幸福快乐，做美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 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 踮伫咱的梦
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一拳比一千个赞的，看你困变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大家午安 ，Hello， 礼拜一午安，大家，猪猪把那个 BGM 抓出来哦，等我一下。恁今仔日应该有发现，我背景的这个
就台湾味的这个醋吼，我温刀啦，有动画了，叮当啊，有没有？仔细看哦，等一下哦，我把我自己缩小，然后有一些动画的东西出现了，给你们看一下哦，有一些微微的一些光影吼。等一下，我怎么说的这么小？等一下，有一些微微的光影，有没有？在我左手边，有一些光影打进来啊，哇，好美！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对不起，我先把大家的聊天室可能先关一下，因为咱公妈遐啦，那个线香在那个飘啊飘啊的那个很香吧。等一下哦，大家聊天室的这个在哪里？我后面啊，果，有没有？来，今晚咱来拜公妈一下，带大家来拜公妈一下，拜公妈爱有香火，爱有香吼，甲赖达安尼，香才会当点燃怎么讲？好，总之不管。哎呦，我们的那个公妈的这个香在烧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我理想中的直播间。特别感谢李白老师，对，前2天就帮猪猪完成了吼，哇，好棒哦！我觉得这次我们委托到的所有的老师真的都是通灵系的，对，因为在朱蒂卡非常异常忙碌的状况下，他们都通灵出来我要的东西，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谢。对，我一直觉得就是 V 圈跟会师的连结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对，所以就是很感谢大家都这么愿意，就是在猪猪想要推广台湾味的这一条路上，然后都非常的愿意我一起走出我们的卡甲，这样。对，这个是李白老师跟我们的卡甲哦，再次感谢李白老师，对，您辛苦了齁。那就是以直播间来讲，我真的觉得李白老师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值得推荐。那如果说刚好就是有直播间的需求，欢迎大家务必都可以去算是委托一下李白老师这样子齁。谢谢你们，对，会动没有啦，房子不会跑啦，房子要是跑起来的话，要死人啦，超可怕，或我的移动城堡，迪卡的移动触间嘛，迪卡的叮当的触间啊，那就恐怖一拜天地不是。单身猪还没有这个缘分一拜天地啦，对，但是有几刚有一拜天地的这个状况也是会通知你各位了，好不好？但我跟你们说，大概机会小啦，好不好？朱蒂卡已经看淡很多事情了，对。朱蒂卡看淡很多事情了，我期待你们一拜天地，对，但是我这边的话，请不用太期待，谢谢。我宁愿看着你们幸福的一拜天地，我也不想踩进去，谢谢。想踩自己踩，想拜自己拜。这么唐突吗？还好啦，不好，没这么唐突啦，对啊。然后，YF 先生午安哦，大家平安大探子，我是迪卡屯就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是礼拜一。然后南无阿弥陀佛，他还在讲什么？他还跟他脸稍微啊，午安哦，夜夜伊拉塞，小天伊拉塞，什么纯帅说我们家面线没有不帅的好不好？他软无力猪猪，对我今天的喉咙状况。你要说可以唱歌，其实不是不能唱，只是我觉得我乖一点。对，因为你们也知道，去年频繁的录音，还有就是频繁的怎么讲，就是不断的就是想要把专辑录得更好的状况下，就是声音的部分，很像之前我记得很像子跟囤积在亮哥的录音室录完之后完全没声音嘛。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心有余悸的，所以现在喉咙有一些状况，我都尽可能的乖一点。怎么三拜红尘了？嘿，公孙哥哥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卡冰德吼，职业先生伊拉塞。你在什么讲东林王大成？我知道你在讲东林王大成，只是我刚刚是不是上面的聊天室我没看到，所以我在想说大家会不会夜王来找我？怎么回事？还是阿叶来找我？怎么了？礼拜一跟礼拜一。迪卡穿青衫，其实我顶礼拜一就开始穿青衫，我从上个礼拜一就开始穿新衣服了。我觉得上个礼拜就跟大家相爱相杀，好好玩哦。看看下面你们的赞助，
就是在跑来跑去的这些，就是6月老师就是替我们就是算是就是持续开发的这个互动的一个该怎么讲互动的这个回馈吗什么的，对啊，也是要继续感谢6月老师哦，他其实还是持续开发 2.0 当中啊，对，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什么都需要钱的世代，就还有老师们愿意就是花时间去开发这些免费的互动软体，真的是非常感谢，非常珍惜。8月1号先生已拉塞，8月1号先生你过来在笑什么？你们好诡异。然后阿弥战斗陀螺，对，但是讲到战斗陀螺，那阿嬷的那个什么盆子被拿供，那个阿嬷的战斗陀螺的那个盆子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先让红龙好好休息。我觉得，总之我乖一点啊。这3天我就先不唱歌。我这个礼拜的歌会很像是安排在礼拜5，我们礼拜5一样看状况。好，谁知道伊拉塞？我水狗牛啊，我知啦，水哥就要求的吼。啊，妞看姐姐，妞，我跟你讲，姐姐有小猪牙了。妞，我给你看一下。哎，姐姐，姐姐有小猪牙了，我看到。最爱的妞，最喜欢的妞，谢谢糯米粒的降落，欢迎来到地界频道。我今仔日参大家轻松的开讲吼，因为今仔日我的脑无啥爽快吼，特别感冒啊，毋过嘛无伤严重啊，就是想要好好休困一下，所以今仔日唱歌，这3天我都唱歌吼。我这3天可能就尽量不要唱歌，乖一点，就可以的话就我们下个礼拜好多事情可以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重点放在聊天哈。谢谢君诺老师加入小六子，刚下列杠的刷落来金桃哦，像人金桃那无你也孤单。我才刚说不唱歌的，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放过，就是任何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梗，你知道吗？枕头先生也拉塞，露露欢迎你的降落，刷落来漂漂啊，豆豆漂漂，对我们是漂漂姐妹，不止姐姐漂亮，我诺诺也漂亮，小喵喵已拉塞，昂雪面黑啦面烫啊，对啦小喵喵刚下你，我头拄仔就熊想不起来，那面烫要怎讲黑啦面烫啊，那面烫家就好用的，你刚知？我都用来塞来口嘞，我要内裤，我真的都是拿来洗内裤，你们相信我，真的。诺要小猪牙啊，对，就面线哥哥坏的时候就咬下去，有没有？对，欢迎薄荷，对，谢谢一起欢迎零五幺你好，欢迎来到的地界频道。上次感冒还没好吗？其实上个礼拜3开始觉得自己感冒了嘛，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松懈之后，然后开始就是免疫系统就是开始就是不工作了嘛，对，然后到今天其实反反复复我一直以为我礼拜6好像有比较好一点，但是很像礼拜6又家里有一些什么庆祝活动干嘛的，其实庆祝活动其实也真的是蛮烧体力的吼，毕竟猪猪生日，然后屯妈真的今年也是送猪猪一个包就是因为猪猪一直以来我不太懂各式各样的名牌就不管是化妆品啊、衣服啊、包什么的，就是完全是那个绝缘体耶。我觉得我这部分很直男，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就是要用最健康的方式，我就是吃最营养的原型食物嘛，然后要让自己看起来就是年轻漂亮，我觉得最根本的状况你就是一定要运动，因为运动其实你可以活化你的细胞，然后所以我保养品一直以来其实基本上就是很直男的开架式，什么保养屈臣氏什么的我就随便拿一罐就走，对，然后但是我会配合很大量的水跟蔬果，还有就是反正就吃的健康，早睡早起，然后运动重训嘛，对，然后身上的衣服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是觉得只要你体态跟你的状况漂亮或者是健康干净，你身上即使你穿阿嬷的内裤不是
其实你穿阿嬷的浴帽戴在你的头上后，例如这个哈，我们就是 maybe 哈，现在我们这个4.0有一些阿嬷的这个包租婆的这个浴帽的这个构想在里面，只是我之前打死不想告诉你们，但是我还是讲出来了。对，我只想体现的是哈，我们这个包租婆哈的这个概念哈，对，只要你容光焕发，只要你体态健康，即使是包租婆的形象，你依旧可以羡煞全场 ，hold 住全场，成为全场的焦点。对不起，咳嗽一下。所以，其实我只是在4.0，就是在觉得说，像是一些台湾的一些东西，我尽可能的想放在身上，但是有一些想恶搞的东西，其实我也真的很喜欢玩。对，其实我不得不说，我在4.0在思考这个发型的时候，我真的有在想包租婆这件事情。就是周蒂卡4.0的这个挽头发的造型是参考包租婆吧，是不是？但是因为经过了就是 LF 爸爸的巧手天工呢，即使是包租婆的造型也有办法画得如此的优雅，如此的风雅，有没有？对，我们感恩 LF 爸爸，我们赞叹 LF 爸爸，好不好？对，不能吃葡萄干没有用，吃葡萄干并不会让我痊愈，谢谢。吃葡萄干会加重我的病情。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在可爱之上还是加了点去。哪有？等一下，明明就我的精明概念，你看到了吗？自从小新老师帮我建模了这个表情，我就已经跟精明干练脱不了关系了，知道没有？我这个精明的表情加上我的虎牙，没有人不敢说我精明干练，知道没有？如此的精明，好不好？然后我想说应该是冰烫啦，对啦，冰烫啦，牛妈哈。昨天想说好的差不多，想吃冰榴莲，为什么想吃冰榴莲？好了就要吃一下冰榴莲，冰镇一下嘛。然后晚上头痛到爆，好，小喵喵要乖，小喵喵要乖，知道吗？对，我们这个感冒了，我们还是认命一点。保养品都可以随便买吗？哎，戴先生，难道保养品就是还是说有些人的肤质比较易肤，就可能没有办法想要怎么买随便的啊，丝瓜水啊、绿豆粉那些比较低成本的这些保养品的状况下，好像要好好的挑，因为有些人的肤质可能就天生比较敏感，这比较辛苦一点。对，可能也因为屯妈宝生的很健康啦，所以我并没有任何的可能易肤或者是过敏性的一些状况。对对对，对我只是生理期来的时候很容易精神力被抽干这样子啊。水灵宝贝伊拉塞，水灵宝贝谢谢，就是今年也帮猪猪就是准备了很好笑的修尔词，谢谢水灵宝贝。对，没看到什么啦，有机敏概念啊，可爱带很多波吗？我觉得我的4.1真的是有够机敏概念的，又可爱，对不对？YF 先生，那天还要什么？会不会太累吗？明天吗？重训还债对我而言反而是可以增加抵抗力的状况，我反而觉得这个求之不得因为我体力其实现在没有不好，只是喉咙状况一直就是不上不下。对，而且明天是我们还债的最终回，我一定会欣喜的把它还掉，因为我们家暂时没有葡萄干了哦，超爽！我们家暂时没有葡萄干了，精明啦，YF先生，你把那个草字头剪掉哦。再认真思考，就是脖子不酸吗？头发盘成这样很重，不会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包租婆的精神，好不好？实际上这样盘起来，牛妈真的不太酸因为我本身其实头发也是黑长直啊。当你把头发盘起来这个状况，我觉得还蛮轻松的，我觉得啦。哪一天如果真的觉得重了，我跟你讲，双赢的局面。我的头皮也可以获得重训的力道，哪一天我的头皮要是长出了肌肉，那也就不意外了，不是吗？我的头皮每天负荷着这么重的发量，哪一天长出了6块肌，也是无可厚非的，不是吗？牛吗？什么暂时？对，就是暂时，这个暂时会是永远，知道吗？皮肤很挑酸，没有很严重啊。好，那辛苦了。就是如果说皮肤可能比较过敏的族群，可能真的还是得要
要挑选属于自己适合自己肤质的这些保养品之类的。我本身是因为真的是联合国只要这个东西不要太多奇奇怪怪的添加物，基本上台湾制造的，我目前用过好像没有一家不行的。对，而且之前啊，虎虎就是我的好姐妹虎虎，她其实之前对皮肤保养，就她有稍微去学过一些那个美容基础。那我这部分很直男，我就是从小就是可能肤质状况也不算太差，然后因为又狂喝水，然后都早睡早起习惯了。那我不知道说我的皮肤吸收力是很好，也就是说我给它什么平价的东西，它都有办法吸进去。也就是说，就是基本上只要你成分不要太奇怪啦，即使再平价，它一样可以获得养分。其实虎虎之前像他有我特别去他家，然后聊到可能美容这部分，然后他想要练习一下美容的手法，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他就帮我就是按摩皮肤啊、做脸什么之类的，超放松。然后就做脸就可能先从卸妆嘛，然后清洁，然后一路到就是说做完脸了，然后虎虎帮猪猪上一些保养品啊，要拍一些化妆水拍进去，然后一些乳液啊，要就是润泽肌肤嘛。虎虎就跟我讲说：“天哪，猪猪你的皮肤真的很会吃，跟你的人一样。”就皮肤的吸收状况是很好的，就是说给什么东西它就吃什么东西。对啊，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并不是每个人的肤质都这么会吃啦，有些肤质很挑。有些就是说吃到一点点敏感的东西，马上就哭，马上就起一些疹子之类的这样子。对，包租婆不是烫出来的吗？我这个我觉得我也可以算是烫出来啊。对，这好可惜居然没有的。对，我们这个暂时会是永远，知道吗？他哇，对，然后对，谢谢机器人也上工了。猪猪的周边持续预购中哦，我一路预购到6月25号，对，然后不嫌弃的话，欢迎支持起来我们宫庙风宫庙的背心，真的超赞，但是头上那一包会比我脸大。我说不会皱就不会皱丢吗？什么坏掉了？我鸡皮盖裂。然后说到头发这种，你前阵子才因为洗头，都是第二时那个，等一下。不是，都是低头洗，就那天抬头的时候拉到肩膀，怎么会这样子？好，他哇，该重训了，他哇，该重训了。不管你低头洗还是抬头洗，基本上应该都不会有拉伤的状况。对，好，没事，他哇，拉伤真的很痛。猪猪因为头发也很长啦，所以我也都是低头洗居多。但是有时候，真的给他哇，有时候你洗澡的时候，你会想。不晓得为什么当天你就想要换个姿势，也就是说可能你长时间都是低头洗，可是那天可能就被鬼打到，好雷公惊掉有无？就凶想要压头、洗头有无？就你就突然想要就是抬个头、洗个头这样子，对，然后就闪到，我很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很像会啦，类似的状况。如果今天有线下演唱，就要绑这种头发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再思考一下，今年如果真的有线下化，而且也是类似 V-Stage 演唱会的那一类的话，我在思考要怎么跟你们玩哦。你看，像古代人加个10公斤的发展，其实我还蛮想，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官帽其实已经快要完工了。对，我们神官帽的吉祥老师，我只能说他有点多灾多难。他前阵子就是滑倒摔伤他的肋骨，对，不过也很感谢他，就是在摔伤肋骨的状况下，我们的神官帽其实也完成80%了啦。对，而且吉祥老师他真的也是，只能说为了自己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龟毛跟坚持很多部分。对，所以就是等到完工的那一刻，我再把照片分享给大家。那其中一顶呢，基本上会落入猪猪这边或者是大波老师那边。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展示在某个地方，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3D 的神官帽啦。至于这个神官帽是不是有机会在线下就是戴在头上，我有在想，可是我很担心，万一戴在头上，然后发生意外怎么办？很可怕对啊，就是我觉得说，天哪，这个如果是古董等级的，然后价值不菲，就像华妃那顶有没有？不行，要是真的摔在地上啊，臣妾做不到啊，
会这样子真的，所以我们再看看，我们要先确定说，今年如果真的有线下演唱会，我们再看怎么玩。好，照你这样说，原住民的肤质用酒精含量高的保养品肯定很适合嘛。但是不得不说，牛妈有那种酒粕的那个面膜，其实我还蛮爱敷的，因为酒粕的面膜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那个什么那是酵母吗？我忘记了。总之，之前酒粕的这个面膜，之前有一阵子还掀起了就是一个抢购热潮啊。对啊，其实我自己对于面膜是很喜欢敷啦，就基本上1个礼拜都会敷上3-4次。对，所以面膜其实基本上算是我的消费品里面占的这个比例算是还蛮高的，所以我都会去康是美或屈臣氏买那种就是有比较促销价，买1送1之类的那种这样子。对，所以我想大法师的方式细条。牛妈，你今天怪怪的。牛妈，你今天是不是那个案件太多，怪怪的？会不会进门要先敬礼这样子这我不好说。8月1号先生，大量的酒精，我是还没有用酒精敷过脸啦，但是我知道酒粕的面膜真的还蛮好用的。好，或者是我前阵子在敷那个我静冈的朋友之前送给我的那个米的酵素的面膜，那个我觉得效果也还不错。还有那个酵素的部分，其实很多酵素面膜其实都 OK 啦。然后还有那个纳豆啊，我之前有一阵子很爱买那个我的每日日记，好，对，没有业配播出齁。我的每日日记系列，因为它有很多食物的口味，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好，我自己喜欢吃东西，我也要我的肌肤吃好吃的。然后我很爱吃纳豆，好，就是在特价的时候，我都会买大量的那个纳豆面膜回来敷。因为台湾纳豆卖太贵，我是打死不会在台湾买纳豆。但是这个纳豆面膜呢，基本上在促销的时候不会算太贵，好，至少我的肌肤吃得到。对，含酒精保养品完全不行吗？之前都不晓得买过就说我懂，含酒精保养品有一些族群会红肿，而且会刺痛哦。好，所以水云宝贝辛苦了。对，好想带水云宝贝去逛美妆店哦。你小心这只猪哪一天去中部把你约出来。有机会。对，因为我们新一装过了之后，然后接下来等一下也跟大家聊一下之后的一些排程齁。对，然后猪猪摔了另一顶价值飙升在小妮妮手上。对，这个就是会显现小妮妮那一顶真的是价值不菲了哦。另一顶就是绝无仅有，只有小妮妮有这样子。对，店先生是 SK2 的那你酒量听到的。说到这个牛妈 SK2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用过，但是听说它真的很棒，只是因为看到那个价钱，朱迪卡真的买不下去。我觉得我在这部分真的蛮直男的啦。可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直男，因为有些直男他也很舍得让另一半或者是女朋友花这些保养品的钱。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今天可能重训啦，重训基本上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保养的费用了。也就是说我用开架式的，然后配合重训，我觉得效果还不错，所以我还不会想要特别再去买这些比较大厂牌的。对，好啦，可能哪一天就是再过个可能哪一天我5010岁好了，可能就会觉得牛妈，我觉得我该 SK2 了之类的，也是有可能。对，我想到什么高粱大话，我是觉得好原住民不错，高粱黑猪肉不错。而且其实我在今年嘛，就是会觉得说阿里山我还没有深度去旅游过，所以就是从邹族部落开始探索起，然后我今年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安排一些台湾阿里山的深度旅游。对，因为之前比较常跑的是什么牛妈区，牛妈区就是南投那边经济农场之类的。对但是我有时候在思考一些国旅的部分我是觉得台湾有很多国旅的宝藏，我觉得阿里山就是其中一块。那说真的我会晕车，不得不说我上次自己开到那个邹族的部落，我开上去我在路边吐了3次自己开车自己吐，那怎么回事？可是我在开山路真的会做这种蠢事，可是我觉得吐完之后我还想再试看看，因为我就想去部落看看嘛。然后开上去完完全全觉得值得，吐得好值得哦。对，然后下山更夸张，下山吐5次，因为阿里山那边我跟你讲，过了3点开始就是各式各样的雾气。
对，所以阿里山那边真的很容易起雾，漂亮是漂亮，但是开车的时候真的很小心。所以我下山的时候吐了5次，它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雾气哦。对，所以邹族部落算是阿里山的中继点，就是你中间可以停留在里面深度探索的一个部落，然后你可以去里面喝茶，看一下他们里面的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哦，或者是块木还有铁道的一些历史哦，都有导览。我那天有特别去预约导览，我就觉得很值得。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说我对于这块土地我还有哪里不熟悉的，我今年特别的想要去探索。对，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在这块土地，那为什么我不会想去探索它呢？对啊，就突然有一个念头这样子。好，那当然国旅的不得不说住房的部分的确或许大家会有一些争议，对，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挑一些比较平价然后自己负担得起的部分去探索台湾啦。对，因为毕竟旅游其实也是一部分的费用，但是我觉得日本我们去过，大家也都很喜欢，但是我突然就觉得说这片土地有一些宝藏，我觉得应该要去探索一下，因为未来有一些想创作的部分是这片土地会给我的养分，我想要去探索。对，对不起，我追一下聊天室。然后酒糟吗？子奈先生，我今天不会叫你新奈了，叫你新奈我就是猪齁。子奈先生，对，酒糟的部分基本上也是很像蛮多保养品会使用的。如果含酒精，然后对是，然后呢，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然后乌hen，对，乌hen，我总算好好的把你的那个台语念出来了。我之前想念，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念不好，但是这2天一直在练习这个 HINA hen。我总算会好好的念了。乌hen先生，乌hen，我会向他。刚才你今天嘛来到迪卡宾德用酒敷脸算是一种腌制住，可以阿好。我自己是很喜欢用那个啦，就是一些高粱或者是米酒，甚至是一些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蒜头酒啊、香菜酒、露菜哦。今天这样我要喝起来，腰神喝起来。枫叶伊拉下就对枫叶，然后酒精类的你也无法用，难怪丁先生刚刚有说真羡慕可以随便用开架式之类的。的确我懂。我有些姐妹她们不是说她们刻意去挑有一些专柜，而是她们的皮肤只能用那个专柜的，那真的就是多赚点钱啦，只能这样子。对，然后GW 先生伊拉下来上班听台呵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工作加油！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当新偷出好呢，爱臭豆腐是用臭豆腐面膜可以。子奈先生，公牛 J 我在去年是不是开启了？如果有臭豆腐面膜，我一定买，但是没有卖啊。有卖的是什么？姜酥鸡跟萝卜饭的这点 mask。我们真的在房间开起来用，天哪！我房间充满了各种萝卜饭跟姜酥鸡的味，你刚才。那个精华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你们不看精华直接看直播也可以，好不好？对，只要是有关台湾味的东西我都愿意尝试。对，我们的确也把卤肉饭以及咸酥鸡的面膜开起来用了，用完之后全身都是咸酥鸡的味道啊！靠！所以参加原住民的部落行程旅行，对，真的很棒哦，财数。对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多民族融合的一块宝地啦，所以我觉得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会觉得生在台湾其实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居然会自己开车，真的我开山路就是会自己准备那个呕吐袋，然后就是我自己会选很安全的中继点，也就是说我开山路已经开到一个非常了解我会山晕。我开平地就不会嘛，但是山路就是会晕啊，就没办法。但是我还是想去山间探索一些原住民部落嘛，然后就已经之前在清境农场或者是薰衣草森林已经开过太多次了，也知道我哪里可能会晕。那阿里山的山路不得不说真的也还蛮晕的，所以我自己有准备还蛮多呕吐袋的。然后就是每次在你山路开到会车完，然后就是有一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凸出来的边边，那个就是你可能中继休息，或者是可能有一些问讲找不到上厕所的地方，可能就在那边小解一下之类的，那个真没办法的那个凸出来的那个点，我就知道说好，我可以在那边吐了，我就停在那边闪黄灯吐一下，然后吐完之后再继续开。有啊，就是大哥阿里山上山
可能还好，可是下山超晕的，因为下山它雾气超浓的。台湾价值是红块木头在日本神圣了吗？好，原来是这样，好，这个我也记录一下。然后挑淡气虚会好很多，对，所以其实我不如果真的要探索阿里山的话啦，我觉得淡季快过了，因为暑假要来啦。对，说原住民又说到米酒，在你的印象里面，他们都不敢拿来入餐的这个。对，我知道涛啊，你们家那个基本上都是饮料，对，就像我们烈酒女团，就是在后台固定那个就是甜甜的饮料，那个就对，那个就不会拿来入餐，因为入菜基本上那个就是对，等级太低了，对不对？涛啊本身也是原住民，他很了解啊。申叔先生，欢迎来到迪卡冰的中岛湾，中岛好迪卡，保好哦，中岛平安。你吃中岛等啊不会，社畜先生。然后如果之后葡萄干面膜，老娘打死不买回来，打死不买回来。你们要我服，老娘还不把那个旗设的高标一点，气死我！这个是新的美容邪教吗？哦，这我不好说。但是我的基本上我都是属于土法炼钢型的啦。对，之后有壁车哦，壁车这个是第一次听到。我真的会拿来呕吐用完嘞，就是我小时候，而且我会故意找那种就是比较大的，对，因为我担心我停在那边在吐的时候，万一有其他人需要使用这个壁车弯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会挑一个比较大，可能它可以容纳2-3台车，我才敢停在那边。你看自己已经都要吐了，还这边为别人着想，那花的饭。哦，那叫壁车弯是不是？谢谢子奈，基本上被砍光光运去日本了，是不是社畜啊？但是还是想去阿里山探索欸。然后我最近有在查那个阿里山的那个小火车的部分啊，我才知道说原来从嘉义坐阿里山的火车要上阿里山，还要再经过3个小时哦。然后所以我有在规划说哪一天我知道我会晕车，我会吐，所以我干脆坐火车上去，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再坐一次阿里山小火车，因为小时候坐过，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不信有这么晕，真的很晕啊！这是大哥，我天生就是头晕体质啊。在阿里山要司机要联络停是吗？哇，这是大哥你老司机。说到这个啊，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都是雾，满满的雾哦，而且我是第一次开阿里山，自己开，然后上去就是风光明媚嘛，就是阳光普照啊，天气都很好。当然吃完他们的风味餐，然后就是喝完他们的茶，下山大概真的也是3-4点开始起雾嘛。那个雾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所以我那时候开车压力蛮大的，因为我后面有一台宅配，有一台那个黑猫宅急便，他是没有特别扒我，可是他跟车跟得很近，我就心里想说，哇靠，完蛋了，当地老司机，这个绝对是老司机。他即使雾气浓烈，他也就完全感觉他已经在那边已经开了不知道上百次还上千次了，所以他很了解这边的路况。所以我也是知道他就是应该要赶送货还是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要找壁车弯了。然后我就快点找到一个，快点弯进去之后，然后他马上就跟我闪黄灯，对，然后就是礼貌一下表示说他超车这样。天哪，他那个车是完全不惧怕雾气耶！他那个，我想天哪，真的是当地老司机耶！那个雾气浓到我自己。大高雄工业国的这只猪，我是已经就是要边驾驶，然后边战兢兢的开了，但是他那个车速完全没有减，即使雾气浓烈，他还是开得很快。我说哇靠，当地老司机。哦，原本没有呕吐点，但吞出多了，但是吞足次数吐多，我觉得啊是啊，好生生，真的啦，真的我真的很容易头晕，而且但是我又是一个很爱就是开车旅行的猪，所以我知道我很容易晕车，然后有时候需要停留下来吐的状况下，所以我在车上都会备很多很可爱的呕吐袋。它那个其实是垃圾袋，可是就是都很可爱，上面有很多动物这样。即使你吐的时候看到一些动物，也可以稍微治愈一下自己嘛，对不对？假爸，鱼皮汤甲马色崩鱼皮汤，是我才知道你啉鱼皮汤甲什么？哦，你是查甫啊？有天原来你是查甫囡仔，歹势我唔知影你是查甫囡仔诶。
我天哪，拍谁了？不好意思，原来我们雨璇一直是我们气质的小的我们的女面生，不好意思，我一直以为你，我个动作你是查某囡仔，拍谁啦？原来你是查某囡仔。谢谢你，雨璇，谢谢你常常过来找猪猪。几乎暂停哦，今天是周一晚再下来吗？我有跟你哦，说到这个社畜，我有想，可是不得不说，我那时候临时起意要去，那个房价真的太贵了。真的房价太贵，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不行，我没有懒趴可以捏，所以我真的住不下去，我还是当天下来。所以我现在有在安排啦，就是我下次有预约到那个小火车，我自己坐火车上去，到了阿里山森林园区，我想住在里面，其中一间可能不会这么贵，不会新唐血的饭店之外，我还想去。凌晨坐那个叫什么驻日线，是不是？就是我想去看日出，对，属于台湾的这个阿里山的日出，小时候看过，可是我希望这次我自己去看看台湾的阿里山的日出，这样子应该是叫做驻日小火车，是不是？对，小米酒加点乌龙茶，那个对，小米酒真的很好喝，可是后劲太强了，我会发酒疯。跟车近就是要叫你让道，所以我快点停下来啊！然后我想说，哇靠，是宅配大哥真的是老司机，当地老司机真的不一样连雾气这么浓烈，他有办法开这么快。小黄灯就会跟你说谢谢，对，就是他超车哦，谢谢你让我这样子。其实对，猪猪有看到我只是觉得天哪，当地人不过是当地人，他很熟路况山区就看过什么一辆什么送豆腐的吗？我是还没看过拓海在那边那个啦。在那边过弯啊，有的话我可能会停下来，然后就是在那边手机捕捉他一下，好不好？很远。然后熟的司机真的很厉害老司机。不应该是晕车药吗？我吃晕车药没用，就是那个我从小就是这个体质。我晕车药已经试过上千个厂牌了。好了，说上千有点夸张，可是我觉得我这个是新阴线的很夸张。晕车药真的没用。原来是送豆腐的吗？西瓜米鱼皮汤啊！西瓜面是用味熟的西瓜皮做的吧？我有啉过吗？我应该是没啉过呢。我后摆去台南嘛，想要去啉看卖啊的，想要去食看卖啊的，迄鱼皮汤看起来最好食的。西瓜皮吼，西瓜米啦，西瓜米鱼皮汤哦，好哦，我记下来。因为我预定真的很贵，而且蛋筋真的比较推荐。其实我觉得。我有查了一下，即使是假日，好像它的房价也没有办法太亲民好犹豫哦。难道我真的要挑平常日去吗？女面线夹是的，晨晨我知道，你也是女面线，谢谢。这是住樟树湖那边比较便宜，然后一早起来呢。真的吗？社畜先生，我记一下哦。等一下，我按错了。樟树湖那一带是不是？谢谢太棒了，我觉得。这部分跟大家聊一聊，真的比较有概念呢。因为我自己规划即使我可能问 AI 或者是查一下大家的评论，我觉得不如问大家，因为有一些像你们，如果阿里山已经去到了一个厨房的概念了它已经变成你家厨房的形状了，一定比我了解。谢谢色素先生，原来樟树湖那边可以比较便宜，然后。哇，茶园，我很喜欢看茶园的风景，超喜欢。168先生，欢迎来到的迪卡一边的所以买罐茶，我有买耶！我就爱啉茶比茶，而且我去迄周族的部落村有无？伊红茶真的有较少喝啉呢。因为我从小爸爸就很爱泡茶，他泡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春茶，或者是一些什么焙茶之类的，就是老一辈比较。反而我爸爸很少泡红茶给我喝，所以我这次去那个周族部落村，其实泡的茶叶一开始大家也都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可能阿里山乌龙茶或者是什么春茶什么之类的就喝一喝就不错。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周族部落村的这个红茶可以做的这么好喝所以我当天反而是带了一罐红茶回来。对，就我意外的，我居然人生第一次买了一大罐红茶。要不然以往我都是买什么乌龙茶或者是高山茶之类的这样子。当地拓还不一样，没错。牛妈说：“有没有司机当牛妈？”秋名山牛妈，好哦。吃晕车药用在伤害爱山上造吐没用吗？我觉得各个厂牌的晕车药，我就越吃越心酸所以我干脆就不吃了。对，我干脆就用土法炼钢的方式让它吐出来，然后多准备一些呕吐袋，就这样子。
然后酸甜酸甜的很好喝吗？哦，真的真的。然后小时候阿里山是去看多次，因为姨婆怎么这么好？原来姨婆那边阿里山有农舍哦。我够新鲜的啦！哇，阿里山真的是很棒的地方。玩得过去拓海，玩不过去，玩不过去就要上社会头条了，好可怕！真的，所以其实我蛮佩服这些老司机的，或者是各位拓海敢在就是这些山区，就是对竞速的啊，或者是过弯什么什么甩尾的之类的，我是衷心佩服，因为第一我会晕车，第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做到的，怎么会太厉害了？对，就是说可以喝西瓜面鱼肉汤吗？好，我下次社叔你有推荐的店家吗？就住这边也做个记录。阿里山看日出，下雨没看到，但整片色蓝色。对，哇，这个也是我想分享的。阿里山，我真的觉得它是很珍贵的地方，因为即使可能下雨没有看到日出，但是他们那边的一个自然景观，我觉得即使下雨，真的也是消水的呢。其实真正天气不好有落雨嘛是消水对我而言，这个真的是无关天气，就是去那边看看。对，想去看看一些就是所谓外国人他们来为什么喜欢来阿里山。对，我也想去了解一下。我真的太久没去阿里山了。去阿里山的露营吗？费用1000左右。阿里山那边啊，就收的呢，1000块呢。而且阿里山其实就凉就是阿里山你上山其实很凉哦，超凉爽的。虽然去过一次，但是那种樟树那边茶叶便宜好喝，而且我们这民宿还提供旅客泡茶。进奋起湖是不是？我其实很爱吃那个便当，我在想这次我也想安排，就坐火车，然后是可以去奋起湖吃便当这样子。可以带猪去坐船出海了吗？你是说那个会下回日月潭吗？日月潭的那个游湖，就是上一趟有去因为就是我在阿里山那边订不到便宜的民宿，我真的觉得有点懒趴没得捏下去，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民宿真的有点贵，因为临时起意嘛。所以店先生你知道吗？我就是下了周族部落，我往哪里去？我往日月潭去。对，我日月潭刚好有找到一间就是很平价，然后又可以赏湖的一间民宿。对，所以我就是去日月潭，然后我想说我也要来看一下日月潭，为什么就是外国的观光客喜欢来嘛。然后我就想说好游湖吗？我游一下好了。就不争气的，我果然晕船了。不争气的，我又晕船了不争气的，我又晕船了，你们知道吗？我真的是这辈子没有玩的命超级没有玩的命，你知道吗？可以边逛边找，有没有爱电台男人很热情吗？好，没关系，那我去找那个台南的小佑老师好了，去找我的姐妹。对，因为她每次都很喜欢带我去那个国华街或者是振兴街那边。对，然后火车便当啊，我喜欢吃，好吃的都喜欢吃。其实最开始的头天就是阿里山的日出，开始第一台之后，然后就巧合的写上了这个塔娃娃，是不是？真的是缘分塔娃娃，哇！谢谢塔娃娃的介绍。台湾坐船在日月潭我们走去马祖呀。我不知道去马祖吗？马祖坐船好玩吗？牛吗？好，马祖这个好玩吗？牛吗？我再跟你问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景点。阿里山便宜不下来，真的不便宜耶。我想说我这次租真的是没有懒趴可以捏，我还是下山好了。人家是懒趴捏才住得下去，但是我没有懒趴可以捏，我还是下山往日月潭那边跑这样子。都当天来回吗？就是他跟你是北部当天来回吗？就住这边是大高雄，喜欢也可以搭配其他语种你们这样讲我越讲越饿听说马祖坐船很刺激啊说到这个涛啊，我在日月潭有拍到一艘船，然后他的船很宫庙船，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然后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店家说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艘宫庙船。他说这个是那个就是什么团就是要有团预约才可以做到这个宫庙船。然后我就说我想做看看然后他看了我一下说妹妹你蛮特别的。我说怎么了嘛？他说有些那个团客说这个很像
贵桥，你们懂我意思？那时候参像咧贵桥安尼，我讲哪有啦，这是来台湾的庙咧，哪有参像咧贵桥啦？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想说，真的有这么像贵桥吗？有这么金童玉女吗？我就觉得我会很想做看看哎，我就说我就准备做这一块买呀哎安呢，对，然后你们自己看，这个很宫庙啊。然后那时候会被有一些长辈去行宫参求咧贵桥安呢，就是说公司自己上面吸两骨头这样子。哦，对对，子奈先生，我连飞机都晕，所以对我而言，旅游其实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就连坐捷运都会晕，很夸张。所以我这辈子没有玩的命之外，我还没有坐副驾驶的命，因为我副驾驶坐上去就是头晕，然后还没有办法跟驾驶就是聊天或者找路，没办法。我觉得这辈子就是劳碌命，我就只能坐在驾驶座，我就只能豚脚机行きます，这是外命啦，知不？我说天生就只能豚脚机行きます，对，谢谢大家。对，这辈子是没有富贵命，无法当。你看，人家可能身为贵妇，就是因为皮肤比较挑，所以才就是什么品牌都没有办法用，只能用 SK2。我这个人就是没办法，就是一个直男皮肤，就开价的什么随便什么丝瓜水都能用，就没这个贵妇命。好，没有办法买太高价的，对啊，就连出国，嘿，一坐上去就晕，什么都晕。我就连自己骑车骑山路也会晕。对，我这辈子真的没有贵妇命，你知道吗？规起克嘎基啦，什么事情都只能靠自己，好不好？虽然说皮肤不会过敏，但是或许你们过敏也比较好。对，你们有贵妇命，可以用比较好的这个保养品，好，这不是坏事。婚龄哦啊，云林跟阿里山说真的，就是距离好像也比较短啊，真好哎。就是还要想说还要南下，所以我每次都要规划一下啊。没有错，8月1号先生啊，什么都晕啊，什么都晕。然后还有一道你真心推荐酸笋啊，这个感觉很好吃哎，我很喜欢吃这些料理哎，就是酸酸的，像是那个灰菜瓜跟蛤蜊菜瓜有没有？那俩松松这样我刚好吃。马祖去当兵，别问了好不好？来等。好，谢谢牛爸。我可能已经没有这个命去那边当兵了，但感谢你的分享啊。然后原来你打的是什么？妈祖。我想说，但是你打妈祖基本上好像也通因为妈祖不是对啊，海上的神明啊。嘿，贵哥，好像没跟国公拿免费的茶叶了，而且茶园的是啊，怎么这么好？子奈先生，嘿呀，是的，我讲这是贵哥的准哦，卖贼。这贵哥的准，讲遐，那我遐你要请迄贵哥的准，这是咱台湾的庙，不是贵哥，卖安尼好不？都封妈祖了，不是妈祖，是不是？所以那种默娘就说，原来是这样吗？原来是妈祖南干，是不是？如果爱吃，我只知道妈祖那种昂糟，要把它就喝起来。然后马祖的那个红糟肉好吃，是不是？爱吃内脏的话，可以吃那个煎鱼肠吗？啊，煎鱼肠，高雄这边也蛮可以吃到的，只是我比较不会主动点，对。但是我们家有一些亲戚朋友，什么舅公啊、阿舅啊，就爱加对，就是有一些长辈真的很爱吃煎鱼肠。骑车会啊，骑山路会3晕，真的，我骑山路会3晕，真的很夸张。之前呢，就大学的时候嘛，就是学生大家都喜欢，可能就是骑机车揪看去哪里啊什么之类的嘛。那我们大学生在高雄区，有时候要骑山路的话，我想一下，大概是义大那里吧。就是如果大家修就要去可能什么义大的什么广场吗？义大购物中心，然后就大学生可能有时候刚拿到机车就很兴奋嘛，就我就卡到驾照啊，大家就想我们一起骑车，然后谁载谁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对啊，然后猪猪那时候就也是刚拿到机车，好开心哦。然后大家就修就到那个义大游乐世界或者干嘛，想要一起去玩啊，骑机车上山什么。对，然后大家都很有默契的，就知道那个朱蒂卡没有跟上来他们都直接就知道等他一下，他再吐掉。我同车的后座的都会跟我讲说，猪，我今天有帮你带那个什么什么垃圾袋我说谢谢，然后很有默契的，然后都知道说我大概就是不会是
可能不会是第一个到，因为一定就是在某个地方某个中继站在那边吐这样。大家对我好好哦，然后吐完之后就说哦谢谢，不好意思，对，然后他们说哦你今天吐的不是那么多说啊对，没有那么多已经大家都很理性的在探讨说我今天吐的量是多还是少。我就是没有玩的命，很夸张这怎么回事啊？就是天生没有过敏体质，但那个晕车体质是很严重的晕车体质，很严重，对，非常严重。唉，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你跟我讲说你要我选晕车体质还是过敏体质？说真的，可以两个都不要吗？好困扰。马祖红糟随便入菜，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马祖的马祖好像又高也大，是不是？小天鱼皮隐藏了就打电话预定，真的假的啊？越讲我越饿，我其实午餐还没吃，但我早餐吃还蛮饱的。马祖第一名就是马祖，后面再改成马祖，所以其实没错啦。谢谢牛妈，你真的好了解哦，牛妈，你不只对我们的那个内裤哇哥保养品很了解，对当兵也很了解，哇，你这是我们姐妹的好榜样。对，牛妈是姐妹的好榜样。山东基本上都酒吧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体质真的是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跟你讲，我就算就是因为大高雄工业国的捷运系统没有像北部这么的普遍跟频繁嘛，所以我在高雄开车习惯了，去哪里就都开车干嘛的，或者走路啦然后如果就像我们去年比较频繁的要往北部跑，例如录音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嘛，像 3D showcase 要彩排干嘛的就是往北部跑很频繁。对，所以我只要一上捷运，我只要听到那个捷运那个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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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上车就开始晕。或者我在路上看到很频繁的那个公车一经过的那个味道，我也开始晕。我只要反正就一离开大高雄工业国，我看到交通频繁的地区我就开始晕，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这个心因性太严重了，很严重。光鱼皮，然后呢，我的口袋就有好几家嘛。谢谢。可是我其实现在比较少吃鱼皮汤，就是鱼皮这个东西，我以前很爱摄取，但是近几年开始不太会主动摄取。对，但是我会去找萨巴希雕 MY， 就是虱目鱼条汤，它的肉感肉质，有些人会嫌可能太粗糙，可是我很喜欢。对，我觉得那是很棒的蛋白质。都拼前3个上闪的，是不是？哇，不会晕车真好子奈。然后反正走过必留下很好恶心不常吃鱼皮汤那种果粉我们家这边就是附近有一间鸡肉饭，他们在卖的鱼皮汤是果什么你知道吗？果鱼丸呐，那个叫鱼皮丸汤，我很喜欢吃，因为它里面的鱼皮里面它那个叫鱼肚丸啦，说错了，鱼肚丸汤里面就是满满的鱼肚肉还有鱼肚油，好好吃哦，超好吃。牛妈我的超，牛妈连口红4号连那种丝袜几单，对，我们牛妈热切推荐30单，我还记得，对，我还记得，对，所以我们牛妈真的是我们姐妹的好闺蜜，好不好？没有了牛妈我们什么都没了，没有了牛妈我们朱迪卡的美感全部燃烧殆尽，消失殆尽，没有了牛妈我们就失去了用新姓名体或者是长辈图欺负她的乐趣了我晕车体质，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看透了，你知道吗？看淡了很多事情。萨巴提就觉得肚子也对，好好吃，好好吃，真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深度旅游下去，会发现台湾真的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跟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咸糜好啊，萨巴提糜加油掉，真正有够好吃，小好吃嘞，真正是社畜先生嘿。就是要那家小喝起来，宁可过敏体质不要晕车，因为超爱骑车，真的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开车去旅行，可是我就是知道有山路，我就是一定会为自己准备垃圾袋，所以我的后车厢有大量的可爱垃圾袋，而且我不要那种就是很随便的那种垃圾袋，我要那种就可爱垃圾袋，至少我在吐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动物看着我，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不要啦，福利熊，我们上家里暂时没有葡萄干了。我跟你说，我明天还债完就再也没有葡萄干了，我好欣慰啊！明天还债完我就自由了。
记了啦。哎，感谢降落啊！你好，欢迎来到地界频道啊！刚下你的降落，请问是多一个降落嘞？啊，不好意思，我刚才没看到哪一位降落嘞。我们哪位避风棚降落到猪猪频道了？谢谢您的降落。我这么在开杠吼，我们开杠那丝袜33无告诉也睡啊，不是啦，我们不是在讲丝袜。现在偏颇吗？就是穿120单哇，这么厚是不是？嘉勋，谢谢你。然后，嘿，领导安，领导好，阿勋是不是？阿勋，欢迎来到地界频道。刚小丁也杠的，那也算是老台南人，就是啊。我觉得台南哦，我觉得我很喜欢去吃他们的那个什么，有一间面包店，可是当地人一定很嗤之以鼻，叫普吉。因为普吉，我很少会去闯那个排队店，但是因为我姐妹有一阵子很爱接我去台南嘛，那她就很爱去普吉买那个面包给她公婆吃，因为是大人爱吃啦，伊就想讲去买一个。啊，不过我吃了，感觉真正有够小好吃，那胖真正有够好吃的普吉的迄胖有无？我想讲遐尼侪人在排队，真正都无想要排队，你知无？啊，不过实际上你去吃真正好吃。就知影是安怎有遐尼讲，有遐尼侪人在排队安尼。就是你去吃那个普吉那间啊，就我朋友如果没有推荐的话，我那个台南的好姐妹是会嗤之以鼻的哦。因为叫她去排队，她叫她去台南任何店家排队，她都用一种死观光客的眼神看着我。对啊，但是我这个高雄的姐妹每次接我去台南，我都会开车带她去普吉，然后她买完之后，然后我就顺便下去挑，然后我才发现他们家的面包是真的好吃。对。哦，是八仓主播吗？啊，你好，欢迎来到地界频道。刚小弟也讲了，谢谢八仓你好，谢谢你选择猪猪频道的降落，我们相逢自是有缘，非常非常感谢看到您来到猪猪的频道。对，我们现在在聊天，因为猪猪上个礼拜刚经历过了相爱相杀的生日周，我现在喉咙状况有一些需要休息，但是我也很想念大家，所以我今天想说就简单的杂谈，然后我们就什么都聊，什么都鬼扯，也欢迎八仓先生来讲干话，谢谢你，刚下跌杠喽，快点立起来就欢喜耶，看到你真的很开心，然后也记得吃饭饭哈，开台辛苦啊，开台辛苦了，记得吃饭饭哈。哦，八仓是不是个会师先生吗？刚下来过的地块频道，我在开台的时候也才在跟大家讲说，就是很开心这次的新一庄可以碰到很多很多愿意为就是猪猪算是想要推广台湾文化的这一条路，大家都很尽心尽力的，就是帮我把想要的元素都画的真的很扎实，我真的是很感动。对，就是从头到脚，然后到我们的建模以及我们后方，就大家想要看到的后方，我的厝间吼，离开厝吼，猪猪的房，不要说房间，这应该是客厅啦。就猪猪的背景的房间，或者是我们家的客厅，都是满满的我想要呈现的这个文化。这个就是我最怀念的台湾的感觉。对，台湾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一直以来，我觉得我推广的不仅只是台语，因为我的台语不好，所以你要说我教台语、推广台语吗？其实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推广的是一个台湾的温度，以及我所认为的台湾对我而言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丰沛的能量。我把这些能量放在我的直播间，我觉得那个是形成了一个复利的效益。我没在讲股票，不过我想要讲的是，你越是接近本土自己的文化，你会发现那是源源不绝的能量，一直产生，会支撑着你继续走这条路。对，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土地。对，所以一直以来，其实我觉得，与其说在跟大家聊台语或者是唱台语歌，我比较像是把这些对我而言最有温度，然后对我而言最亲近的东西，在这个直播间一直很珍惜的收藏着。对，好久没遇到台语主播吗？其实我台语讲袂练的呢，嘉勋。不过我就是拍拼讲，我继续讲。而且我甲大家讲，我今年嘛是要去考迄台语的能力試験。日本語能力試験みたいなそのもの、なんだっけ？检定的台语怎么讲我就忘记了。总之呢，
甲大家斗阵来行咱的脚车，嘛会当希望我的台语会当伫这几年吼，讲愈讲愈好势啦吼，就是希望我在这几年不止就是可能推广这些台湾文化的东西，我也希望我的台语可以稍微的再进步一些，所以今年也是有努力的去报考台语检定，我们在7月底就要考试了，我就紧张嘞。要吃啥？问一下爸爸口袋名单。好啊，好啊，欢迎就是社畜先生可以分享到我们 DC。对，怎么可能没有？我们是要暂时没有福利熊，而且你寄过来，我觉得我也是会把它当成是角落生物，吼，供奉在我的祖妈经，吼，咱公妈正经，吼，我这边咱的公妈正经，吼，有香在烧，有无？我们看那右手边，我们的咱的行猪白亚，好不好？我们这个直播间就连我们的神主牌、我们的主仙牌都请来了，是不是？啊，我们的祖先啊，我们朱氏家族要好好的祭拜，因为有他们才有朱迪卡。对，哎，真的，这次的直播间，算是我特别要求的，就是行猪白呀，就是咱的公妈。我有跟李白老师说，基本上老师您自由发挥，但是我要求的，我希望可以留下来的，希望一定要有的，就是咱的公妈，我的是咱的祖先呐，我们的祖先供奉在那边。有需要宝贝的时候，你会问一下公妈呢？对不起，我追一下聊天室哦。哎，对，我们感谢八仓的降落，真的看到他很开心哦。嘿，巴色不看油条，真价就好吃哎吼，八仓。然后有烧肉饭也不错吃啊，我肚子好饿哦。我这120单觉得更觉得我怎么很爽了。子奈太了解了，亲爱的子奈，好了解。两兄弟开的店就是在开在旁边而已，是不是啊？西吉高拉上一拉塞，然后喂，猪猪要开始我们赶尸吗？我要做你一手无法掌握的女人，好啊。台文博大精深，其实台语很温柔，没不对，其实台语就水嘛，就温柔诶，对。但是就是大家，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台语有一些比较粗犷的误解。应该说，任何的语言其实都是很美的，只是我们很像比较习惯从比较脏话或者是比较激烈的语言的这些东西获得共鸣。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是这样子。你要在台说台语算是不错了吗？我是不知道。不过咱这个台语圈就侪台语的老师，吼，我嘛真正是继续产联老师的到底来学台语啦，吼。就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台币圈是有很多台语老师，所以我也是努力的在跟他们学很多的台语这样子，然后 TLPT 是不是？好，还好不是 PTSD， 僵定心蛋的哦。我看这个，而且我真的觉得越是学台语，你会发现这个台文正字真的是很重要诶，就是与其我们用它的拼音拼拼凑凑随便乱打出它的发音，真的台文正字学下来，你会发现台文正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哎，小翔你好，小翔你好，欢迎来到弟弟改编的，看弟弟就欢喜耶哈！我现在一定考得不够好，真的会说而已。其实我觉得台语的检定一定也是有听说读写啦，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程度到底那时候可以拼到哪一个程度。阿姆哥的是怕表讲，继续安内，继续安内，我念对了是不是？刚点好，可以的啦。想想一周年时的猪猪吗？嘛是安内讲吼，我迄当阵真正啥物都袂晓讲诶，到啊，嘛是安内讲吼，所以我这4年来应该嘛是算有进步啦吼。我这4年来应该算是台语有算是有进步啦吼。然后台语检定有过10，人家安尼就对，好拍拍手，好哦，好啦，我会拍拼啊，科看买下啦，好不好？就是为了不要收到更多的葡萄干吼，为了卖收到遐尔济葡萄干，我拍拼科看买下。首先讲有天蓬元帅，我唔敢讲。阮这公妈伫咧我后边，我唔知影敢有天蓬元帅，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有呢，因为我们后面的神明有那个猪猪鼻子好可爱哦。台南家嘛是就温柔的，其实台语就温柔的无唔对，台语是很美的一个语言哦。好歹又是已婚了，伪娘人夫，所以难怪子奈你对于丝袜也是这么有研究嘛。谢谢超龙刚小烈刚的
啊，进城刚小弟刚的吼，嘿，想想刚小弟怕球吼吼，谢谢你们的降落莫攻。日检叫啊，台检就叫 TLPT 是不是？其实台检的缩写是安怎想我嘛唔知影呢。然后5月伊拉赛欢迎大家的离开平等吼，谢谢你们的降落，今仔日猪猪然需要休困，所以我唔唱歌啊，唔过今仔日想要参大家来抬杠然后来资料抬杠了哦，抬杠开杠以外，主要开杠以外，我想要介绍给大家就是讲，等下恁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哎呦，我要摕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是非常一个和平的午后。来水哦！晓得咱的这个台湾家己地啊，空想曲佮出现啦，就知影刷落来主题卡要介绍啥货咧？无毋对，就是咱的工商服务时间过来咯。感谢各位的降落啊！咱的工商服务时间要介绍啥货咧？来，要介绍这咯。哦，来，咱泼声水吹落去，来，顶礼拜是咱主题开设立咯，咱设立时阵咱会当无即个商品咧，咱设立的商品就伫遮咯，来话若要讲透天马赛就陪你咯，噔，咱即摆咱主题开这设立的商品啊，咱周边有啥货咧？来，既然即摆咱的成衫遐尼啊，吼，宫庙风。哦，这么风宫庙风，吼，真正是咱台湾这个宫庙的这个元素都伫咧内底啦，吼，那有可能的这个背心跟这个宫庙的帽啊，吼，一定要收起来，有无？好，我们这次主打就是我们宫庙背心，我们的宫庙背心的这个部分，我们是邀请到咱台湾真正上有名的天之火老师，吼，啥物拢唔免讲，吼，直接安尼统领出来，这都有够水啊，咱小水安尼有无？吼，直接印伫咧咱的背心，吼，伫咧后边，吼，真正有够水。再加上咱的牛妈那公司的大小章有无？吼，1+1大于2，好无？吼，跟你加上咱。迪卡屯足迹实在是很不会排版，但是也努力的把这个背心，吼，这个正面排了一下啦。我不会排版，但是宫庙风的排版我努力啦，吼，这个宫庙风的这个背心，吼，有够水的水，吼，唔拿是咱背心哦，有背心，那有可能无这个帽啊咧，吼，咱宫庙风的这标的帽啊，吼，咱打过屯足天蓬宫，吼，一定要收起来，吼，咱斗阵卖回去，吼，真正吼水，个本土，满满的这台湾的价值，有无？那安尼，那即摆套组哦，有无啊？甲背心，那有可能无机啊！这个宫庙旗帜，猪猪一直很想要做的，我不管。这个成本真正有够悬的悬，这宫庙旗帜真的我不想到成本这么高吼，成本真正有够悬的悬，啊，毋过我嘛想要做，吼，我唔管啦，就想要做啦，吼，就是安尼啦，吼。除了宫庙旗帜，来，我们是在 V 圈吼，大家最喜欢的立牌吼，也是吼，帮大家放到套组里面哦。咱这回吼买回去吼，无咧甲你5、4、3，全部3、4、5搭吼，无咧甲你5、4、3哦，全部3、4、5搭，全部摕回去。吼，那3、4、5搭了后咧，够这吼，那株式会社吼，咱农药袋吼，咱这农药袋咧，唔知影是安怎，我今年就想要做诶，嘿，我唔管，我就想要做出来。我就想要做农药袋。那因为今年我们的新意装置，说真的就是各种台湾宫庙风格都已经一应俱全了哈。那所以说我这次的周边也刻意就是把这些非常宫庙的这些元素的这些周边把它做出来之外呢，来，我们这个农药袋是套组限定哦，哈，结果被这些特组叫有哦，好，咱屯足迹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好，咱经营概念信用可靠哦，童叟无欺咯，金猪牌株式会社荣誉出品哦，哦，伫遮嘛是要感谢吼，大家吼就支持咱迪卡屯足迹的，啊，唔那是咱设立的商品咯，吼，咱屯足迹咧，伫咧旧年咧，伫咧12月
24号吼，12月24的时阵呢，在平安夜的时阵呢，吼，咱的调味家己的专辑吼已经发行咯，拍下吹了。吼，毋那是数位版本哦，咱即摆实体的版本嘛是有咯啊。等下1520哦，这不是吼，这是旧的吼哦，这是旧的那个价钱，我们现在那个价钱已经回到我们那个对168价钱。等一下啦，价钱错了啦。我拿到旧版的，等一下姆哥不要紧吼，咱起码瓶装版吼，跟尊爵不版的精装版目前热卖中啦吼。我们目前啊，在你们的聊天室置顶或者是置底吼。只是连接点下去哈，我们任何的周边一应俱全哈。我们的这个专辑的部分哈，嘛是快掉啦哈。啊，拍谁？像拍谁？今天就拍谁？这个囤主机，这个迪卡个 Ponky 啊，拿到旧版的 DM。等一下啦，太多东西要宣传了，你等我一下啦。就这名个被宣传的好不？哦，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好有微 BB 球公播电台刚讲嘛 ，BB 球公播电台嘛，刚有各种的语从台没有错，真的是很棒。嘿，刚胸口时间什么主导？我今年概念臭彩彩，旗帜的棍子，对旗帜的部分哦，因为旗帜的那个棍子超级不好记，对，所以棍子的部分就如同我们之前有出那个抱枕套的，里面那个抱枕芯也要麻烦你们可能要自己买，因为那个真的很难记，所以我们就只有提供90乘90公分的旗帜这样子，然后再做出来之后让你拿，不可能，要呕吐袋吐下去它会滴下去，不行。立牌都放公骂，我会不会被阿嬷打吗？这我也是不知影，我买等去试看卖下有无？但是互恁阿嬷拍，互我讲一个，互我讲一声，找你阿嬷来场我开讲，我说服他。我很喜欢跟长辈聊天呢。谢谢大家，上周我参加天蓬宫的那种圣诞切球的感觉。对不起啦，之前的优惠价。对，总之你们就是那个点进去哈，就是我们的那个置顶或置顶链接点进去，然后一应俱全哦。奇怪，我那个整理去哪里？我最近有太多东西。奇怪，我整理去哪里了？去đâu呀啦？奇怪，我不是都有下载下来吗？算了，我不管了。奇怪，我正确的版本去哪里了啦？正确的版本也在记不住地卡。好，不管，总之我们现在因为那个520的甜甜价已经过了我们就是早鸟甜甜价的部分了，那现在我们用一个1680的这个数字让大家听个好彩头。那说真的，1680跟这个666的部分，我们就维持这个价钱继续贩卖了吼。对，那就是可能大家已经错过了这个520的这个甜甜价，其实也没关系，至少你666跟1680买下去，嘛是叫顺的啦，顺啦，有无？吼，嘛是叫顺的啦。奇怪，而且很好笑的是，我的那个资料夹每次整理起来，我都会忘记我整理去哪里耶。找到了，我整理在这里，而且乖乖的整理好，反而找不到，你知道吗？好啦，乖乖的整理好，反而找不到。但是呢，再次跟大家推荐吼，来我们这次的生日套组的部分，等我一下，搞不好我整理在这里，我自己忘记了。好，没关系，我们再重新整理好了吼。好，反正今天就是跟大家轻轻的聊天。然后这个旗帜的部分，的确像他娃刚刚聊到的吼，那个旗杆的部分吼。拍谁爱给给背哦，因为旗杆基本上不是旗杆，对，旗帜的部分这个已经算是还面积挺大的，如果加上旗杆的话，其实基本上变得很难记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可能我们就是贩卖一面旗帜，那旗杆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可能在卖场上面自己挑选想要的旗杆。哦，那可能就是虾皮啊，或者有一些卖场其实都有在卖这种宫庙的旗杆哦，这个搜寻一下应该就有了哦。所以旗帜的部分。这个也是猪猪就是想要趁这次新一装一起制作的周边。那说真的，因为猪猪的频道的风格一直都是走比较台湾文化风，就是我们的周边其实都是奇奇怪怪的一些很台式的周边。这嘛是我就是要做的物件哦，所以那有黑亚克力耶、下面吊饰啊、立牌有无？未来我会持续增加这些很台湾味的这些周边，然后也算是
私信我自己就是想要制作的各种比较实用性的周边呐。哦，好，你要说这个旗帜哪里实用？来了，在线下哈，然后回一下哦，马上让朱迪卡看到你。好 ，Uber， 好，很好认清 Uber。哦，你这个旗帜，拿起旗帜，你拿起列辛苦定哦，请这个背心 Uber 哦，一目了然，咱天蓬公 Uber。好，你现在你后边给我当活老师，我告诉你，消碎也抖 Uber。好，是不是？马上认清起来有没有？哦，今天有个消碎也抖 Uber。哦，对我们这方便认清哦。又有实穿，虽然说我们现在台湾热的要死哦，但是再过半年，差不多就是天气要转凉咯。大家鬼起心背起来哦，就是为自己的冬天做打算，好不好？我们要为自己冬天做打算哈。而且咧，公庙节的背心哈，请好烧烧哈，贵当安尼好不好？你讲好不好啊？好，所以啦哈，花销催泪哈。我觉得广播电台的口吻真的好好笑，可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尹春雷老师，尹春雷老师他的那个广播电台的口吻，就是有办法学起来的话，那真的是天哪！我一定要去模仿一下，我要去拜师一下。好，我头刚有讲过嘛，有背心，那我肯定无啊咧，吼，这无啊嘛是背起来，那引 CP 哦，那哦一对 CP， 你们忍心给他拆散吗？不忍心嘛，对不对？吼，一定爱背起来这本吼。等一下，我真的觉得上来冷笑我也好开心哦。好，等一下我排列在这边哦。而且今天有一些比较充足的时间可以跟大家这边冷笑话啦。因为上个礼拜的生日季比较忙碌，顶礼拜咧生日的时阵，真正有较无用诶，吼，较无用，无法度安尼冷笑话啦吼。等一下哦，好放这里，好，碎啦等一下，碎啦，一应俱全哈。好，等一下我整理一下哈。谢谢下单520的瓶装版，谢谢乌偏。刚小丽的机器可以去看一根竹子吗？好吧，如果你们要去看竹子，不要被刺到了，好不好？然后把那个香带当旗杆。有一种就是很粗的香，好像也不是不行哦。是好一大下，该说是什么双酱肉吗？好的，谢谢刚小丽杠的哦，甚好。谁敢去菜车？头挑钢架嘛，安尼刚好，莫安尼啦，莫偷物件啦，安尼就变是死囡仔宝呢，安尼唔通哦，安尼就妖神呢，安尼唔通哦。我们要乖乖的，我们还是要用自己资本主义的力量去好好购买，不要用偷的吼。上顶头可能那显得公庙生命都有，我就是故意不写怎样。夏秋还没到，直接跳冬天黑啦！为自己的冬天做打算嘛，是不是？90公分，小心不要那种会到别人吗？其实我们一开始咱其实不是要做90公分呢，咱正经其实要做的是上大的120公分。不过迄当阵咧参详的时阵，就感觉真正是伤大小大的120公分的旗面哦。再加上那个旗杆，哇靠！你们带出去可能真会戳伤人家眼睛，你知道吗？真的是伤长伤大，所以了后就改这90公分呢，之后就改成这个90公分的。对，因为想说也是啦，这个120公分实在是太过轻呀，太过下趴，你要带出去好能定，那产能定钩机被输赢呢。而且唔好吼，你要带出去会跟人家输赢，这样子这样不太好。高雄还是有冬天，只是可能只有短短的2-3天，就这样。哎呀，90公分超猛哦，马克先生。高雄还留着短短几天的冬天，真的想想。然后BB 球骷髅，BB 球骷髅包，某个著名的我们知影呢。BB 球骷髅包，我去找看买呀的 BB 球骷髅包，等下哦。有够新鲜，真正有 BB 球骷髅包。真正有 BB 球广播电台呢？真正是 BB 球广播电台呢？我再去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好有趣哦。BB 球广播电台，对，是词对不对？然后90公分，长辈大概要换成3尺，真的现在就再进去进香，真的而且你们就
把这个带回去，然后稍微正头一下，好像也无违和感，对不对？加上你们那个正头有没有？不错不错，这个就是我要的宫庙风，好啦。足料加伊娃哈，我们这个就是毕竟我们在这个圈子大家都很喜欢立牌嘛，所以我们这个咱这个消水的，咱火火老师的这个消水的都有无，还是做成这个立牌的吼，我大家一当扎登去吼。我们这个立牌部分也欢迎大家一起收藏，因为这个立牌我真的觉得 4.0 就是消水伊娃吼，真正但是 4.0 真正是形象这样我告诉你消，我告诉你是一个消水有无，而且咱火火老师跟这个跟这个影也是画到有够水的，满满的这个光跟影，我真的是直接跪在电脑前好夸张哦！对啊，怎么可以这么美？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一次的周边基本上也可以算是迎合朱迪卡的私心啊，就随便做这周边拢底加就是猪猪很想要做的周边，其实都一应俱全在这里了。等一下，我要雕进去了哈。蛋奶就是私心想做，但是我那时候其实也在评估说，你在大概有兴趣吧？就是想说啊，那是大概没有兴趣那边弄。但是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其实如果在推广这些可能台湾文化或者是台湾独有周边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些很有特色的东西，我如果不做的话，反而会后悔。对，这就是我想要做的物件。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代志，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做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想要去出的周边跟事情。那这些事物是我想做的，然后刚好也迎合频道的风格的话，那就放胆去做吧。对啊，那时候就思考说，就是的确，猪猪的频道一直以来都是走一个比较本土文化推广。就是感觉在这个圈子是比较逆风啊，对，但是很开心，我们迎来的大家都很愿意跟我一起走这个足迹吼。咱继续行咱的卡架，咱继续到顶行咱的卡架，就会觉得说，对我出这些比较算是有特色的周边，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放心出吧。对啊，然后用得上就出去亲一下。BB 啊笑，嘿 ，BB 啊笑，对，无唔对。9:05，是 AM 9:05，还是 FM 9:05？我再去听看看。但其实去展场单位，对，未来的进香的想说啊，被输赢啊，如果去进香，绝对全收这样子。对，很多台湾元素，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有在思考说，我们的如果背心有办法到达20这个数量，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跟这些厂商接洽的时候，不得不说，我们真的要好好感谢我们的阿欧跟我艾瑞克老师，就是这次周边的部分都是麻烦他们。对，伊拉塞，是咱的丁爷出现呐！古代没有口口的，可以用肉换吗？丁爷，谢谢你喂食我们家的面线啦，丁爷，感谢哦，丁爷在。旧年嘛是安尼呢，伫咧迪卡5月生日的时阵，都会办这个活动，就是会当去顶个，直接去伊的店，伊的烧腊的店，直接出示你的会员的这个证明，得当哇，就胖的烧吧哦。对，也谢谢我们丁爷今年也就是加码，就是算是。帮猪猪生日自己做一个热闹的活动，就是5月啊，一整个5月在丁爷的这个他们家的烧腊店出示猪猪的会员就可以无痛帮你各位面线们加码吃肉肉。对，那刚好昨天已经到尾声，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快点过来盘下刚下单丁爷之类哈。新车伊拉塞，逆风高飞，说它这是什么东西？记得是 FM 是 AM 啊，吼 ，Google 嘛找得到有线上收听版吼，好，安尼我知啊，我可以听看卖样诶。对，我头拄仔讲到倒位啊？我刚刚讲到哪里了？好，唱嘛，搁别记得啊？我记了。好，对，就想到其实这些周边也在想说，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兴趣？可是我觉得我身上就一堆宫庙元素了，我今年我一定要把这些很宫庙的东西出来，因为也是我一直以来私心想要穿在身上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想说啊，背心的部分，我觉得我们一旦有办法达到20件的话，其实就稳了。对，就不管是你单买还是套组的部分，对，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就比较没有印量的一个就是压力，顶多就是最低印量，真的就是少少的最低印量。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除了支持之外，也就是压力不要太大，因为毕竟我们在顶礼拜真的相爱相杀，真的水亏送销送，真的顶礼拜真的生个就送哎。我们上礼拜玩的好好玩哦，对，所以就是知道大家在补血的这段期间，就是除了就是还愿意帮我们继续支持，会很开心啦。但是自己生活也要记得要顾好吼，生个想送没钱呀。对，就上礼拜好好玩哦。上礼拜我想说新一庄就没想到我已经开启了就是战火，你知道吗？新一庄的战火有点被吓到，玩这么大是不是？好啊，来啊，没内裤来啊，没内裤就没内裤。就我们这玩整整玩了1个礼拜这样子。你们现在不能像我吃葡萄干臭彩彩，我的葡萄干现在家里已经没有了，没有了，顶多只剩最后一盒，明天吃完就没有了。还可以多个这个教班服跟什么挂脖子的，对，这些我都是未来陆续会在有机会出来的。因为对我而言，其实像毛巾那些东西，大家也都会觉得蛮愿意购买的啦。这些周边，对，只是我们就是换一个比较台湾文化系列去推广，就是说我们在更叫的时阵吼，那个面巾在会当切干有无？系啊，在规身躯干的时阵会当切一个安尼吼。也当切一个哦，这是那种周边，像是要募资改革不是？好啊，如果真的募资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天蓬宫这个庙到底有谁想要投现金募款啦？什么啦？募不起来啦，大王！顶多可能就是我们这边会再想一些就是更加本土然后更好玩的一些玩法，跟大家一起相爱相杀。只是我觉得盖公没有太夸张了，应该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之后迪卡真的要注定没内裤吗？我不放弃，为了外来口，我绝对不放弃。那是后摆还有机会会当争取我的内裤。我绝对会用我的性命做担保，我一定爱我的内裤出现在我的直播间。我赌上朱蒂卡的名，此生我一定要有一件内裤出现在我的直播间。只能摸模型，什么买周边不要不行，给我支持起来凑彩彩，吃葡萄干，明天吃最后一次。真正的公庙申请是挺麻烦的哦，这个我还没真的去查过哎，我哥没去查过啦哦。然后其实那边可以加个什么性女性是镜像的不要，有啦，未来就是在出这些东西，可以就是在更多互动感的东西啦。对，就请你放弃吧。我不先生，我没放弃，我即摆穿新衫出来，我即摆新衫真正是无内裤，但是将来若是还有穿新衫的机会，我真正会继续争取我的内裤，安尼知无？下次还有下次，我绝对会把门槛放得再高更高，然后挑那些大佬可能不会出现的时间，谢谢。我们要谨慎挑选时间，我们要谨慎挑选这些大佬可能不会就是路过，就是看到旗就想拔的这个状况，对。哦，认真的说，本来就没有露出，就一直跑。爸爸一句什么啦？哦，模型会有内裤吗？我们这个目前这个，我们只是注定没有内裤的这个新衫吼。这嘛我嘛唔知影呢，但是这个模型有内裤无？唔知，就是唔知。现在内裤出现在直播间，即使出现在直播间，不会我穿在身上，不会，因为会被 ban。我会怎样？直接一件新鲜的内裤的那个建模，没有人穿它的这个状况，就好好的，就像我们在推广内裤一样嘛，就一件可爱的内裤出现，就这样子而已嘛，对不对？盖公庙嘛，参考一下血肉果汁机之前。
丁爷，那个是不是要很多的补助款跟经费，满满的经费燃烧的感觉？丁爷是这样子吗？当心黄标，甚至贝贝没有错。本频道秉持合家观赏，上至3岁，下至75岁，好不好？我很担心长辈看到内裤，实在是羞愧气给，心跳加速，那是出代志啊那边弄，是不是？什么钻在头上啦？不要再戴在头上了，超坏！好，恁卖个耐口啊，吼、咱即马真正是无耐口，啊，毋过咱的商品、咱的周边会当支持一下，吼，安尼讲好唔好啊？没事，卖内裤不会被背，放弃有自己的3-4图。对，我们就像，即使没有3-4图，可能有正面跟背面图嘛，好不好？这是简单的推广内裤，一件健康的内裤很重要，好不好？太闹了。好啦，除了支持我们周边之外，我们的专辑咱的专辑吼，马麦美基迪哦，我们专辑也要支持起来哦。哦，我们的精装版，跟咱的平装版哦，来。而且我跟大家讲，我昨啊，真正有看到咱精装版的这个该怎么讲，已经差不多排版好的那个图啊。哦，我的天哪！我真的觉得大家花那个钱太值得了。我们已经不只是烧那个材料成本了，我们更多的是烧就是设计感，你知道吗？哦，不管是精装版跟平装版，我们都希望大家就是买起来都会觉得很值得。那精装版我们就是由小子老师替我们设计经手，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完完全全是一本很精致的一本书，你们就把它当成是一本很精致的书做收藏，然后上面还有会动的朱迪卡哦，对，上面直接是那种会动的朱迪卡的设计，你们可以想象它那个用料真的是很烧成本之外，它里面的那个排版哦，我真的昨天看我就觉得天哪，满满的经费，对，所以我们也很有诚意的，就是把这个价钱能够压就压，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甜甜价大家真的买到赚到，因为它真的很烧经费，只能这样说。好，精装版的部分，然后大家现在想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预购起来。好，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的平装版，就是说精装版如果没有预算去买它的话，我要给那平装版是猪猪亲自为各位排版哦。对，所以就是不管是哪一种，都会让你们觉得真的买到值得，因为平装版有我们就是可能比较低预算的一个方式，对，但是排版说真的也是满满的回忆在里面，所以就希望不管是你买精装版还是平装版，还是未来搞不好有机会你买了精装版，但是看到平装版就哇靠，里面居然有这个东西，然后再回头买平装版，也不是没可能，对，大概这种感觉。那么在这去年啦，咱的募款的时阵吼，就是阮套组内底有咱的这个 CD 的这个套组，有较贵小块吼。所以我们去年就是在那个募资的时候，有一些套组它是有放我们的专辑在里面的，而那个套组基本上就是可能价钱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咱回馈吼，咱观众这个套组的这个 CD 的是咱的精装版。我们去年就是一律就是，如果你有支持我们这个 CD 的套组的话，我们一律就是回馈精装版。好，有够贵，小贵哦，吼，也是小碎哦，吼。然后不会啦，该讨论面粉袋跟内裤。VWCS 都戴在头上，都是你们都乱戴。晨晨，谢谢加入7个月住在专员，然后这样被增订到7个月，天哪，你居然是被增订到7个月哦，好有缘分哦！感谢面试大佬，那么康迪卡可以看见，谢谢啦，他还没有碰啦，对啊，我就等着那个 AI 哪一天说我碰哦，哪些 AI 有一天跟我紧盟干连，我就去注册那个翠进去跟他火拼，我说我是囤足迹本人，听说你说我筋膜干连，那怎么回事？对，我就期待那一天。贝斯蛋糕你有原味吗？那有可能啊，猜啊，你收掉不？应该还收啊哦。你贝斯蛋糕当然也是3色豆口味哦。精装版会有附内裤吗？如果附内裤，那个超级精装版好不好？那可能个价钱要8888，谢谢。有瓶精装版，瓶子长怎样？对，阿吹，我头有讲什么冰爱的精装版吗？没有啦，精装版像阿吹去年我们的12万大楼。阿吹里面就是有附我们精装版的 CD， 所以我们阿吹就不需要再另外再购买我们的精装版的 CD。
还是阿吹你已经买了？等一下，还是阿吹你已经买了？焦糖拿铁你好，欢迎来到迪开冰的。总之不管哪一种，就是让你有真的套啊，就基本上其实不管精装版、瓶装版，我都希望大家就是有自己能够掌握的预算之外，看到还是会觉得哦，紧张消碎哦，满满的回忆哦，太值得了之类的。这边精装版建议买2开1啊，大宝老师来啊！我觉得就像大宝老师说的，因为说真的，精装版基本上它真的是很精装，就是说它这个已经是完完全全是干燥，还有那个成本的燃烧。你们一收到，每翻一页，你们就感受到那个灼热感。为什么感受到灼热感？因为燃烧的是经费跟小智老师的干燥，跟大宝老师的肝脏，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如果有预算的话啦，的确精装版我们真的把它当成一个精品在贩卖了，超级烧经费预算。好，所以就是如果您刚好就是很期待我们精装版的话，那其实我们在这边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所以我们其实这边还没有透露任何里面的一些内容，是因为希望大家收到的时候，你们真的会哇靠，100%保证，真的是会哇靠，脏话飙出来，因为凶碎消碎。所以希望大宝老师讲的有预算的话，就建议大家其实就是一个可能供起来收藏，一个人就是手翻这样子。精装版不会有胖，别胖，不可能。对，立生想要有胖次那一版可能是8888，谢谢。请问精装版有达标了吗？当然还没达标了， LW 先生，我们现在精装版还差。好，你们问我达不达标，我就最喜欢跟你们就是相爱相杀。目前精装版好像还差几片啊？我们要跟大家约定好是75张精装版卖出嘛？来，LW 先生，总之老娘现在只有供出葡萄干，我明天就没葡萄干了。对，明天吃完那一趴我就没有葡萄干了。而且即使再有葡萄干又如何？我们已经找到它的抗性了，好吗？就像我上个礼拜在吃龟两个的时阵，真正是有够好吃，小好吃，我真正吃到有够感动的啦。那葡萄干无收到，那掺的奶油 cream。哦，跟咱家两个斗阵吃哦，小好吃，我应该唔惊哦，不怕了，有抗性了，好不好？谢谢啊，妹布爸爸，你下单了是吗？妹布爸爸，谢谢你的支持，所以妹布爸爸，你可以获得我们那个募资品回馈的其中一个精装版，你又下标了另外一个精装版了，是不是？谢谢，买啦，都买了，是不是？丁爷，你好，刚下来到迪卡冰的我看一下哦，这位我常常叫他。他可以上伊拉赛，所以啊，我们先来算一下我们的相爱相杀让朱迪卡拱出第2款，我们的惊吓食材的到底是还差几个精装版？等一下啊，我自己去，我有没有置顶啊？我的连结一直没有置顶上去啊，我记得我的连结一直是置顶上去的啊。谁盗我账号害我的连结没有置顶上去啦？我不是置顶上去很久了吗？好啦，我们在宫庙风宫庙的这个同一个连结，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辑也在里面。既然您提出了这个疑问，记者的先生，朱莉卡现在就帮您实际算一下，我们精装版到底还差几张可以让朱迪卡拱出第2惧怕食材？就笑你们让我拱不出来。你这边开始置顶吗？但是为什么我在这边的聊天室我看不是置顶呢？他排挤我，他排挤我。你们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等我起来。对，我跟大家约定好的是75张，那目前，然后我数学真的好烂哦。我们那时候是预购的数量是算200张好了，现在卖到160，我们现在卖出了39张，然后75减39，等一下，75减39等于，不行，我一脸看上去精明干练，等于75减，我要精明干练的算出来，它剩下30。
36对吧？我们现在金装还差36张，36张就可以让朱迪卡拱出第二极孔食材，对吧？现在是置顶还是置底呢？这我不好说，默默跟台。底咧温加是底咧卡，就是在下面的。我这边像是看起来是置底，但是您各位尊爵不凡的面线那边看起来是置顶还置底？对啊，一直都有是不是？可是我刚在下面，我底咧卡都没看到吼，就是挂不上去。嘿，快点！咱即马咱即马着，阁有36张咱的精装版爱卖出去，安尼才会当，互朱迪卡讲出伊上惊的即个食的物件是，第二个是啥货咧？我们还差36张，还很稳哦，非常的稳哦，你各位大佬们。我的那个稳在哪里？我的稳不见了啊！对，好稳哦，稳到一个不能再稳了。1、2、3，好，稳到一个不能再稳了，谢谢。对，总之我丁选就好了，谢谢。我个想讲我把丁选啊是置顶下去，想讲腰神，然后头都在冲啥？应该是34，我相信我自己，应该是36，没错，对，不行跳楼大拍卖，我们差36张，大家加油，36张，就是猪猪很怕的葡萄干已经供出来了，我们如果再卖出36张精装版，猪猪就要供出第二个害怕的食材，都宝师，我们就期待他们买到75张，让我供出的那一天，我们真的会变成可歌可泣。我们歌颂着我们75张精装版卖出，迪卡哭泣着供出他怕的食材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刚好顺便问开 Google 问，他说他知道豚足鸡，问他碰不碰到，他说东西。他问你就给我截图进 DC， 你就给我截图进 DC。然后说到那个翠的那位明灯 AI 啊，他是最近在翠非常的有名，是不是？就只有在翠才有办法跟他互动到，是不是？36张精装版，对，现在聊天是置底，对，期待达标的那一天，我就期待达标那天让我变得可歌可泣的一个直播间，知道吗？大宝老师，我就来期待一下可歌可泣的那一天，大宝老师你要替我做见证。今天是6月初1，好，今天是6月1号，6月初1，下晡的2點47分，下晡的2點47分，我直接就抓，哦，但是我的精装版有卖出75張，哦，今麥剩36張，哦，今麥剩36張，哦，但是有達標，我就伫咧我的直播間可歌可泣的空出，我上驚的第二個物件。到底是啥货咯，兄弟啊，加油哦！今嘛嘛就稳的咯，今嘛你主题卡真的有够稳的稳哦。FB 也可以，对呀，我差点，我想说奇怪，它这个系统我怎么好像在哪里看到啊？是 FB 啦，超超说我不是鲜榨糖，但是鲜榨糖其实还好，我无遐尔惊哦，我第二个真正有小惊的，跟葡萄糕差不多。还好啦，还很稳啦，36张啊，对不对？咱36张，够我36张啦。吼，大宝老师稳啦，吼，不是多啦，我都不爱吃多，我嘛无吃过吼，我无吃过多哦。毕竟，所以它叫做 Meta 嘛 ，Meta AI，可能可以试试 IG 或者 FB 是吗？好，我现在就会问那位事主，因为我们团长。早上分享的是我们这位 Meta 先生，这位事主 AI， 他分享的是朱迪卡，对我就问他是不是哪一天真的会说我金宝干练，我就要去跟他对杠，好好玩哦。其实我真的觉得 AI 真的是跟我们生活脱不了关系，真的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配合的更好，一定会配合的更好，对啊，Meta 上 Meta AI 好多好多的 AI 哦，而且 AI 其实这个趋势我真的觉得是不可逆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要跟 AI 和平共处。对，最近其实我也学着麻烦 AI 很多事情，我发现哇靠，这样消红本的啦，
真的是很方便。对啊，不过就是当然有些版权啊那些问题我们还值得探讨。不过说到底，望向远方看，这个真的是不可逆的趋势，我们就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可以协助我们在很多不管是生活或是工作上的好朋友这样子。开台跟他对杠啊也可以呀、不一定被开台啦，就是可能就是私底下可能跟他聊一下嘛，然后就是截一些很好笑的梗这样子。对，跟 AI 互动其实真的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因为 AI 是全球真的生活模式转变的真的还蛮大的。对，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资讯真的都是透明化的。对，所以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说我们是更加的要行得正坐得直啊，因为其实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AI 都有办法帮你搜寻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AI 的时代，良善更显得更加的可贵了，因为那个真的就像照妖镜一样，你只要一问 AI， 它所有的事迹都会帮你搜索出来，那真的就是照妖镜。所以你在跟 AI 学对战，毕竟都被比比拉去月球打月之 AI 那种水灵懂的梗吗？好哦，哭啊，笑死，好哦，对，但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 AI 的模式，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可逆的趋势。嘿，大猫，谢谢你的分享。目前卡在一些阶段上是电不够用啊，晶片不够用啊，应用版本不够聪明之类的，但确实是一个趋势。有时候跟那 AI 用到很气，会找另一个 AI 讨拍，甚至在找第三个 AI 一起。我也教会怎么调教第一个，会哦。其实我也尝试就跟他们，就是有时候想要就是产一些东西，然后试着去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我会在思考说他们有些东西是哪里卡住了，所以有些我要求的东西他们产不出来，我就问说，请问你现在目前是哪里卡住了？他会回答我，他会先跟我道歉，他说哪里卡住之后，我再跟他进一步探讨说，原来是这里吗？好，那我现在换个方式，怎样，这一次不行，下次再不行，第三次就真的会出来。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很有趣，超有趣的。体力的不够大，然后再开一次直播吃一次吗？在吃什么，店先生？要再吃什么，店先生？要再吃什么？我觉得店先生他开始头流合污了，完蛋了。永章比比跟什么？杜拜 BB 豆，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然后 AI 聊天，不先给他反驳型人格，指定就可以跟他比战的，是不是？也是耶，我还没有曾经设定过反驳型什么人格。哇，因为我自己不是反驳型人格所以猪猪也，我顶多就是跟他询问，就是我想查询的事情或者想产出的东西这样子。到现在很诚恳，但是对，长官你出现了，真的，他真的会道歉的很诚恳，但真的下次还是继续犯哦。好，小喵喵你说，就是很像正在同事专案对讨论的感觉，真的，恐惧之恶的食物。不要！我觉得75章很重要，我们75章要加油。75章以外还要再加，要吃，确定吗？如果我这个奇力在这边，你们会比较有动力去拔吗？我怎么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手游角色是不是？杜拜比比很大很绝，那是什么东西啦？而且它的更新好快哦，他还说你生日前夕把它更新太快了吧？你说是 Google 的吗？这位 Google AI 先生，那更新的超快的天哪，你看，所以这个真的是照妖镜我觉得其实这个 AI 世代，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其实我蛮热见的，因为其实基本上就是跟它共生共存是一个趋势了。而且我们台湾的 AI 晶片超屌，叫超厉害，您刚才，所以我会觉得会很骄傲，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台湾 AI 产业，然后就会觉得说，因为如此，我最近在思考一件事情，你什么事情问一下 AI 就马上被搜出来的这个状况，只是良善是更加的可贵，请各位还是要秉持着良善。然后那个真的是照妖镜，才说3次豆蛋糕可以挑出来吗？太坏了，你给我全部吃下去，臭彩彩！AI， 你是不是在看台？你下次可以问他下次可以问 AI， 你是有在看台？
好可爱哦！而且其实啦，今天早上就是那个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其实喉咙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在思考说，我今天想要静静的聊天，对，然后就想说随便鬼扯，我们上个礼拜玩了些什么啊，什么有的没的，有没有？对，然后滑着手机滑着就看到团长有分享说，Meta AI 先生有就是介绍，就是可能团长跟猪猪这边的算是频道可以做推广之类的。我那时候看其实很开心，对，然后就很暖心吧，就会觉得说，就是像这个 AI 的时代，原来就是生而为 AI 也愿意推广猪猪这个频道，然后我就觉得说，原来我真的是值得推广的一个频道吗？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自己想坚持的东西，原来 AI 有看到自己想坚持的东西，原来在这个时代变成是更加可以推广的东西的这个状况下，就会更加的感动，就是现在所做的事情，然后跟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这些足迹，就觉得更加的有价值吧，那种感觉。当然啦，如果 AI 没推荐我还是会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今天就是看到了，就是上面有我自己，还是第一个被推荐的，就会觉得说哇，好值得哦，就很容易满足啊。我觉得我自己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感动，这样子。台湾 AI 产业公司在里面算是有王继。公司取了王继福、陈漏粽，长官我都走了，我中到等还没吃啦。咱端午节你要搞完呢？不过我真正无啥物，我无常常在吃肉粽啊，因为那热量就高呢，真的会肥呢。我就很少在吃肉粽，因为真的热量这样小管呢，会肥。什么小喵喵造谣，一定是你坏猜。只问知不知道这个人物后面砰，他就自己列出。Google AI 谁叫你更新资料这么快的？你们是 AI， 我的是老婆哦。对，我们春姐姐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春姐姐这次在猪猪的新衣装还有参与，我真的非常感动。而且你们的礼物猪猪现在这边已经在做准备了，我们谢谢这几位同学一起共襄盛举猪猪的新衣装。然后接下来我可能会一一跟你们询问你们的那个收件的店铺，然后真的很感谢你们在新衣装上面愿意花时间，对我真的觉得好值得哦。而且没想到火火老师也很愿意替我们分享那个不知道嗑了什么药的那个新衣装，我觉得超好笑。小喵喵绝对不可能造谣的。三色豆蛋糕吃的时候就被家人吃光，店先生你们家人居然可以接受三色豆蛋糕，哇，抗性很强，很赞哦。他写的很有道理，就是遇到有来乱的观众你也能正向应对吗？真的吗？你说 Google 吗？ Google AI 吗？还是 Meta 上？我觉得是我们一起正向应对哦。你们不要忘了，其实聊天室主控权在你们手上。可是我觉得我们家面线真的是真的，大家是普遍都是因为经过社会鞭打，你们知道怎么去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其实还没有办法去压到哦，还没有办法压下去。你们跟我一起就是无视它，其实才是最大的力量，您懂吗？把它当空气，我当你空气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主播一个人做得到，是跟观众一起并肩并行，才会变成1+1大于2，所以是我们一起做到的，你们很棒。上次吃肉粽，结果肠胃炎，就不太敢吃带肉粽，真的耶，吃肉粽真的，YF 先生那个肠胃药准备有喝谁哦？然后老婆寄到那么老婆请寄到 Google 总部是不是？我觉得寄到 Google 总部我会被当成怪人呢，请这种交给未来的迪卡这样子吗？但是我觉得我每天都有就是摄取热量的一个扣打，所以我不太会交给未来的我，因为一旦交给未来的我去减重会后悔，对，那个会太多的扣打减不下来，对，欢迎你故意。我觉得店先生学坏，店先生怎么已经开始走流合污？店先生现在已经交了很多坏面线朋友，完蛋了！三色豆杯子蛋糕我也真的觉得好吃啊，所以你们看，我顶礼拜在吃我三色豆龟两个的时阵，有够欢喜，那是因为真正我小好吃，我搁吃到葡萄干迄区，心情就复杂的。不过不要紧，顶礼拜已经有发现，咱葡萄干
吼，加上咱的奶油有无？吼，加咱的鸡卵糕豆丁加嘛是会当消喝起来，吼。我们只要不要单独吃葡萄干，我们一样可以享受葡萄干的美味，是不是？已经吃完了吗？除了腌萝卜吗？啊，腌萝卜的部分，我们家其实也吃的蛮快的诶，我有多腌大概1罐的量，但是发现完全不够诶，因为屯妈也真的是很捧场，我真的没想到。对，连我自己就是跟我妈一人吃了一半，就怎么已经吃完了？我觉得我再重新腌好了，好好吃哦。这次的腌萝卜，大家很像给我的回馈的反应都觉得很棒，然后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有腌萝卜，等一下大娃你在做什么？大娃你紧夹掉，你买个盾啊哦，飘赢哦，不要再囤了。你还是清流吗？卞先生。在你说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这个表情符号，代表你已经不单纯了，你被污染了，卞先生。我要跟莫莉克老师讲，卞先生，这个卞先生不单纯了，完蛋了，他会一起欺负我了。还有一关在冷冻吗？啊，小喵喵，你乖，你不要跟着他们囤哦，他们都很奇怪，他们喜欢吃囤积的食物，不可以这样子。那个普德官一开始也是这样说，等一下那个葡萄干。我一开始吗？我是这样子讲吗？不好，我是这样讲吗？刚刚呢？我真正有安尼讲吗？好了，这样讲就这样讲，就当我像肚子太饿忘记了。我的肚子饿了，我这样子饿到可以吞掉一头牛，你知道吗？肚子好饿。你只是一直找不到什么合适的时间去吃吗？塔瓦，你先听我说。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时候，请你把它开起来，每天吃1颗，它就被消灭掉了，亲爱的，好不好？我们亲爱的塔瓦，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时候，可以吗？任何时候 ，everything 啊，不是 everything， 就是 every time。我的英文好烂哦，可以理解为什么大佬想要自己再加腌萝卜，怎么啦？你们再把这腌萝卜再腌下去，怎么回事？所以你们用我那个腌汁再加新的萝卜进去腌，到底怎么回事？你的腌萝卜想吃不到1/4，不是不合。你是如此的温柔，你是如此的清流，在我们面线当中，你是如此的单纯，你就不应该跟他们同流合污。吞到谁手呼吁赶快吃，真的是这样，大波老师救命！讲到囤积，大波老师，对不起，我很想忘记要整理那个囤积的照片，等我，我又忙到忘记了，我快点再整理起来，而且我连那个云端都设置好了说，然后一下子又忙到忘记这样，然后卞先生原本是清澈的蓝，混了蓬蓬的紫。长官，谁叫你上来讲干话的？太坏了！谁叫你上来讲干话？我还没打开过啊！你给我快打开，臭菜菜！囤起来这样很好吃，不是？路过帕龙，你听我说，不是这样子。我那个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你们不要又囤到它，就是整个就又发酵了，拜托！一切，everything， 一切。英文发音不错的，马克先生好坏，囤积，以为面线的囤积是用，不是我，是我们家那个以前的大佬很坏，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刚说什么阿朱的高阶回馈，这几下就不要那讲，这真正就重要诶，唔刚全部吃掉。你刚转播假料料，就是他们舍不得全部吃掉，我想说好，那可能就是囤起来1个礼拜吃1口什么之类的，囤到最后他们囤了3年，哦救命啊！囤了3年才这样子很珍惜的开起来吃，沙尼啊，跟夹呢，我是当下他们还开台吃，我真是当场崩溃，你知道吗？大佬的腌萝卜好像是过年的火锅，还有妈的卤肉，救命啊！长官报告想吃了啊！马克先生，快点先联络我们某个大佬还在囤积的，即刻现在快吃。你就是约了某个大佬吃完之后，然后趁他不在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全部整罐吃掉，知道吗？因为他不能再囤了，不要再囤了。大佬说囤3年才能吃，怎么发酵到好什么萝卜酒啦？
是大宝是大家夸奖我那英文发音不错，是意义不明这样子，好像是要9位才在。你们真的很奇怪一边称赞猪猪用食材很新鲜，一边说我对。因真正就晓型，你敢知？伊就讲哦，猪猪啊，你这个用的这个原料真正是有够青的。我讲安怎讲？哦，真正是无歹巴肚呢。哦，而且真正就青的。我打当了后，你食，搁来食一个这个什么菜头啊？哦，真正有青，而且无歹巴肚。哇！你当阵听到3档，你囤3档，虽无起笑，您刚知？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时候好像我记得是阿吹跟我分享的吧？哦，猪猪你这个用料真的很新鲜，我们3年之后开那个腌萝卜起来吃，哦，真的是完完全全没有拉肚子哦，代表你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干净。你知道我当下我真是很崩溃，你知道？你为什么3年之后还在吃？我说那你吃完了吗？哦，没有，这个我们要继续囤，然后囤到可能下一年明年度再来吃1颗。好疯狂哦！天啊，冷冻库还是很好的时光机。不是的，默默跟台不是怎么变成这样？就是7日才能吃，而且才能吃1颗这样，真正心态不怕歹去啊呢！真的，他们真的不。你像老不拍巴肚呢，囤久一点不会变菜爆，变成老菜爆有无？然后全场没吃人对，迄当阵有一个咱大佬吼，就想讲啊娘喂，这炖3档的这个物件真唔通食，伊就无食哦。啊，毋过唔知是安怎，迄天伊就拍巴肚啊，老塞。当场有一位大哥，就是我们不是遇过大哥，他就没吃，他就觉得太可怕了。他就看这群大佬很疯的在吃囤3年的萝卜，然后他打死不吃，结果当天就只有他拉肚子，不知道为什么，这已经变成一个都市传说，你知道吗？对，哎呀，你今天就晓型诶，哦，这今天就青诶，吼，你今天我没拍巴肚吼，3档哦，今天赞，我继续囤了呢。他们跟我讲说，猪猪你的用料真的是很新鲜，然后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干净，我没有拉肚子，我继续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叫要死的，你刚才超老了，大波老师叫你桌子给我出来，教那个什么狐群狗党。今天好像没开箱，可以不要开箱了吗？囤猪鸡真的会彻底崩溃，你知道吗？你放冷藏吧，薄荷。如果你真的要囤积，你放冷冻，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的，薄荷，一定会看吃，所以被萝卜神处罚，是不是？就不吃会被处罚，萝卜的诅咒，还敢不吃啊？这是不错的，因为获得了3年提炼出来的益生菌，肠道清一清，身体自然清，请爱用囤猪鸡，叫什么益生菌吗？怎么办？我突然想不到广告词，我问一下 AI 好了。这时候很自然的开启 AI 这样子，AI 真的超好用，肠道清一清，身体自然清。独家专利配方囤猪菌，帮助你那个肠道一清就空，还帮助你精明概念考试都考100分。独家注册专利天蓬菌。等一下，我在讲什么？救命！我在讲什么？亲起来萝卜益生菌这样子，怎么是被迪卡处罚这样子？搞不好美国大哥那天是被下蛊，我也这么觉得。他们早开早点崩溃，晚开，反正都会崩溃，不如晚点崩溃，是不是？老娘现在就在那边累起，我就在那边等，我就看有没有3年跟6年的比较图，我就看他们在3年之后，老娘还在这边做什么。对，36好不好？1代跟2代萝卜干啊，不对，1代跟2代腌萝卜，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人可以撑到那个时候，看谁撑得久哦。新的萝卜益生菌，人家大宝是笑跟孩子一样。大宝老师，我今天真的开台讲干话大宝老师，萝卜益生菌，直播总要有效果，直播神。那个没吃的就拿当效果，那个没吃的要接受天罚，这样就是我们服务区一口大哥。天蓬菌不错，还去研发一个专利天蓬菌，长官交给你了。接
在准备跟什么食品厂合作研发迪卡天蓬菌这样子，之后就有3代。别想，之后的3代等到3年后再说。我们是用个369的一个整数，好不好？哦，我们初代朱迪卡只是想说腌个腌萝卜，回馈一下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对，殊不知3年之后，大家居然密集在敲碗。对，3年之后还有人继续在囤，说好啊，吃啊，都吃啊。对，然后现在你们已经在想第3代了，我们3年之后再说。敢说他们肯定敢做啊，好可怕哦，小喵喵，他们好可怕。那个天蓬菌会相同细菌，什么细菌来的口头禅啦，太坏了！细菌人口头禅怎么回事？好，至于那个天蓬菌之后如果研发出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注册专利，好不好？是不是天蓬菌？长官搞不好真的研，长官，本频道的益生菌的专利就交给你了，长官，好不好？我们益生菌专利的第一把交椅，我们的长官，我们的 loser。猪猪，哪一次开台不是在做干话吗？好像也是，我哪一天不讲干话，你们可能觉得我都被盗账号，真的太可怕吧？打开盖子会砰砰，什么打开盖子砰砰叫什么东西啦？是那个以前那个什么萝卜拔起来会尖叫那个叫什么去了？来接过来，那个好不错吃的那个天蓬哦，不是天蓬，对不起，豚足鸡独家秘制萝卜益生菌，吃了考试都考100分，独家益生菌帮你胃部增生好菌多多，保护肠胃，这就是豚足鸡独家萝卜益生菌的效益，这样子就叫你们吃，叫你们快点吃完，你们不吃就等着拉肚子，你哪是唔家的拍巴肚啦，是有。好啦，不管我的腌萝卜到底会不会有第3代，我们左边的这个精装版还有我的皮装版支持起来，好不好？我们这个精装版我们还差36张，让朱迪卡公出害怕的食材之2，害怕的食材之2，加油好吗？你各位加油好吗？然后。曼德拉哦，对，曼德拉草没有错，对，天蓬菌是用葡萄干提炼，即使有天蓬菌，绝对是用芋头或者是香菜提炼，知道吗？那它有卤猪脚吗？谁啦？啊，可以不要有卤猪脚吗？我觉得我会崩溃。对，但是我不敢问不要，我打死我都不要问。我觉得我会崩溃，我还是不要问。对，你们想知道他们还有什么，你们自己去问，太可怕了。话说这研发出来要赞助民视电视。天蓬益生菌，对，我们在那个民视有没有的网上那个我们左上角都有个天蓬益生菌，有没有？可以，我们要是有机会研发出来，我们可以谈一下，好不好？的确很多那个发酵的产品不是打开开吃，哪有？对，副作用手。小莲宝贝，你不是我的友军吗？你怎么会跟他们夹手？学坏了。萝卜提炼再提炼，千年浓缩天蓬精华这样。什么？原来我们的那种腌萝卜是那个做的吧？什么啦？你说那个可怕食材吗？不是啊，那个食材都是猪猪喜欢的。我想一下哦。地先生真的是你们的友军75张达标之后，猪猪就攻出第2害怕食材的力道不够，是不是？要吃是不是？36张哦，其实这个难度比较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要看支持群众有愿意支持这36张的群众出现，要吃是吗？好，这个棋我可以插在这边，不止供出来我还吃，但是我的量不会多，我只会可能吃个1-2口尖叫，我会开台吃，对，我吃可以，对，不过36张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达成，大家请加油。可以，我就用我这个小猪牙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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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我那个害怕的食材之2，可以，对，我开台吃，但是量不会多，
可是那个量大概1-2口就可以让我致命，可以让我窒息。大家加油！可以，为了75张精装，我可以吃，因为反正又不是像就是做成蛋糕，反正又不是做成蛋糕，做成蛋糕我要立更大的旗。哦，接下来播出飞龙在天，豚足天蓬益生菌，这个超好笑的，超怪。那个拉肚子就不信邪才会被神罚，是这样子吗？我不是克拉根要小心哦。好，因为后面都是各种甜点，所以很少漏食，卤猪脚更是更少。对，因为之后大家迫害来迫害去，像猪脚已经迫害到，就是大家已经没有想法了，就改迫害其他东西。对，也是这样说，面试大我就发挥了超能力了吗？晨晨，我跟你讲，这次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次我们的专辑也是要有新的观众，他们对于我们这个专辑有兴趣，可能才会知道现在这个状况。对。3月的时候吃那个麻婆豆腐啊，对，在3月的时候翻出麻婆豆腐，我还拍照问猪猪说：“猪猪这是什么？”然后我说：“啊，我说亲爱的大佬，我才想问你这是什么？我已经忘记那是什么了，你还问我那是什么？你怎么还没吃？”然后吃完之后，哦，猪猪这个好吃我没有拉肚子，又是阿追，救命！就是当初春在说，哦，猪猪你这个用料真的是很新鲜，这个处理过程真的是很干净，我没有拉肚子，我继续囤。阿追就是你，阿追就是你，永久就是你，老就是你台阿追，你慢走阿追。确定是讨厌，不是过敏，真的不是过敏，因为我会过敏的食物基本上是没有，对，所以我可以吃。可是36张的精装版，我觉得这个真的难达到，是因为我们可能要多推广一些可能新的观众，而且这些观众群还是要有兴趣的状况下才有办法达标。对，天蓬葡萄益生菌，接下来请收看几支草几点的天蓬益生菌，这真叫我个腰神呢，潸然出席。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一天啦，对。可是如果有机会继续玩这些东西的话，我倒觉得很想跟大家就是再继续在这条路上玩更多的梗，对。但是很多的梗，很多的企划，其实就是烧经费，其实基本上就是烧钱，对。所以当然也要评估，就是说可能之后如果说还要再玩这些东西，那可能有办法走补助吗？或者是大家募资有办法挺得过去吗？这些其实都是得要再思考进去的。月饼和咖喱那时候又推翻，等一下，马克先生，你为什么有办法参与这个话题？你最天使的你不应该参与这个话题的，这是一个很恐怖的话题，你不要过来参与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不适合你，把你的耳朵捂住，马克先生。你可是很单纯的，不可以交坏朋友，知道吗？好了，总之时间来到了6月，那我们顺利毕业的，我们的迫害的这些，不管是我的姐妹还是我们的面线，我刚好在这里稍微跟大家附送一下哦。时间来到6月1号，我们在5月份顺利毕业的有我们的薄荷，恭喜你毕业咯！刷到来是咱的诺诺，恭喜哟，毕业咯！恭喜毕业，恭喜毕业！至于会不会再度被迫害，这个只能看天时以及地利以及人和。但是很开心的是2位有在猪猪的生日月一起同贺庆祝猪猪的生日蛋糕，也吃到了我们非常特别的生日蛋糕。我只能说一切都是缘分。那总之恭喜我们薄荷以及我们的诺诺顺利在5月毕业，刚温刚下都啦哈。好吗？哥现在吃完了，你很乖。然后土味情话第2届就不会花钱的嘛？土味情话第2届不会花钱的是这样吗？土味情话我们那时候第1届有花什么钱吗？土味情话第1届那时候好像是请大家赞助，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彩您翻入冰箱，然后我刚刚翻了一下，想说麻婆豆腐，你知道2月是2025，已经1年，天哪！
所以我们阿吹又是就是非常就是 SOP 的，就是囤了1年后才打算把它拿起来吃。对，那讲到诺诺毕业有吓到，对，吓到了吗？驚く。私もめちゃくちゃ驚くわ。まさかヌノちゃん卒業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ことじゃん。ヌノちゃ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卒業じゃおめでとうめでたしめでたし。我都无想过，咱的诺诺竟然有才调会当毕业，我这真正是无可能的代志，就变成有可能咯。我诺诺竟然毕业了诺诺你就乖，我就请你乖，你不要就是这2天又出现猪猪 DC， 不然你真的毕不了业。我们诺诺也是你伫咧9月吼，伫咧9月啦吼。我是唔知影伊是唔是会当顺利毕业吼，到咱9月拢无需要食咱的这个料理啦吼，只要伊乖乖的吼，只要他乖乖的，基本上我觉得5月毕业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延续到他生日啦吼，应该是稳啦，好不好？对，彩彩恭喜你也毕业了，没错。彩彩是在4月份毕业，4月份毕业，可是5月份不晓得为什么他要收到了嘞，是安内嘞，写咱的小喵喵转送咯，恭喜咱的小喵喵咯，哦，我们持续相爱相杀，即使你毕业，你还是有可能收到哦，爱塞你哦。土味情话是 SC 的赞助哦，对，YF 先生，谢谢你当初有参加我们土味情话。其实 YF 先生他，我只能说他土味情话算是跟他娃有得拼呢。那土味情话跟他娃有得拼。等一下，你们是集体在哭什么啦？我们诺诺毕业了，应该是要开心；薄荷毕业了也要开心，好吗？薄荷，你是不想毕业吗？薄荷，应该是要开心的，不是吗？嘿，但真正毕业的哦，我们薄荷是真的毕业了，5月份毕业我应该没看错。好，然后确定在4月份毕业的就是柚子跟咱的彩彩，他们跟彩彩就是莫名其妙个收掉了的行为，那小喵喵转过去咯，我们小喵喵传送过去了，转过去了哦，对，转送上个月持续转送，我们感谢小喵喵溺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永远单身是不是？可是我觉得土味情话是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老夫老妻了，反而更需要土味情话我觉得啦。虽然诺诺训的，但是诺诺很可爱啊，诺诺怎么会训？诺诺就很可爱，跟姐姐要鸡皮盖脸。你看我们的脸，我们都出自于 LF 爸爸的巧手天工生成的，有没有？我们的脸都这样子，很聪明啊！我们的脸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非常精明的脸啊！我们谢谢 LF 爸爸帮我们生的这么漂亮，还精明干练。诺诺在哪里呢？诺诺怎么不在？我好想你，诺诺。欢迎收听天崩广告台真的是主播就会达到天崩牌益生菌。哪一天真的研发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可以开一个卖药台了。可是你知道要研发益生菌跟在市场贩卖，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哦，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哦。诺诺毕业了，没错。闪人宝贝，你跟谁学的？这不应该是你会打的字。闪人宝贝，我就说你不要把你的账号给你的家人，一定是牛妈的操作，对不对？诺诺是不可能，诺诺精明，姐姐一定也精明，猪猪精萌，诺诺一定也精萌。我们两个是一心同体的，我怎样都一定要拖诺诺下水。诺诺，反正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诺诺精萌，姐姐精萌；诺诺聪明，姐姐就聪明，知道没有？我们是一心同体。最爱诺诺，最可爱了。有吗？你在忙的倒水灵账号，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这样不厚道，快点还给他，好不好？我看到我们妮妮的那个内裤飘过去了，对，妮妮拿着我的内裤飘过去了，好，谢谢。你拿我的内裤金砖飘过去了，很贵的内裤。看来水玲姐吃太多益生菌。什么鸡巴叫我臭小姐？不是，我们这个姐妹同心，诺诺有什么姐姐就有什么，这不可以做分割的，不能被切割的，不是吗？
我趁诺诺不在的时候就疯狂把他拖下水，姐妹情深哎，对不对？我要喝水水。开玩笑，我们可是姐妹情深，对。但是衷心祝福诺诺，不管未来他有没有就是无法毕业的这个状况下，也希望诺诺在未来一帆风顺，心想事成。至于未来他会不会继续收到他想吃的那个回馈品，这个我不好说。对，总之恭喜毕业啦！吼，不管是诺诺还是我们薄荷，对，嘿，这一路以来就是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吼，那电玩游戏怎么办吗？你说我跟诺诺一起玩电玩游戏的时候吗？哦，我好像没有跟诺诺一起玩过电玩游戏耶。好像没有。诺诺喜欢吃葡萄干，你可以吗？不可能，诺诺他为了姐姐，然后变得讨厌吃葡萄干。他一定会为了姐姐做出讨厌葡萄干的这个选项。你这个祝福真的是很有毕业的感觉，本来就是啊，因为我自己没想到啊娘喂，这个诺诺真的毕业了哦，那我可怜，看了一下，真的呢，毕业了，好不可思议哦，就像做梦一样。但是我觉得啦，以他这个雌小鬼的个性，搞不好过两天又会在 DC 在那边乱来。我觉得我先绑住他好了，不会被阿朱威胁你眨眼。没有，猪猪姐姐最良善了，怎么会威胁我们最可爱的诺诺呢？对不对？怎么舍得威胁呢？舍不得啦，是不是？我趁诺诺不在，一直拖他下水。好啦，大概是这样子。我想一下，今天还有什么东西没宣传的？你等我一下哦。肚子太饿了，等一下猪猪可能要先行去吃东西。然后除了我们专辑欢迎大家支持起来之外，我们这个非常宫庙风的这些周边，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就是支持起来，我们之后未来在线下都可以看到大家穿在身上这样子。哪有？诺诺会为了我喜欢香菜跟芋头的，知道吗？对，毕业后就是入学的开始。对，彩彩也毕业了，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持续被转送中，就这样子。好，然后对我们宫庙风的这个周边哈，我们目前就是预购到6月25号，然后我是希望就是背心至少可以达到20件，我们就基本上就送印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其他的就比较没有印量的压力，顶多可能帽子我记得是无顶什么之类的，对，就是应该希望有机会达到啦，都希望全部都有机会达到，希望咯。没有问题，一来到6月，对，时间过得好快，好不好？然后也谢谢大家在上个礼拜我们的生日中的相爱相杀，真的是超好玩的。我现在想起来是觉得意犹未尽就没有想到说就是大家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就是很想跟他说你们都辛苦了，大家压力真的很大，压力又太大了，你知道。好，然后我跟你们讲我6月份之后的一些比较重点式的排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可以透露跟不能透露的东西，都跟大家交代一下吼。6月份的话，好，我们6月份的话，基本上6月18号是那个。也是会邀请某一位很可爱的来宾来台语的访谈之类的齁，在6月18号。然后接下来比较大的一场台语联动会在6月的26号，好，会在6月的26号。那基本上6月大概就是这2个大排程哦，其他的大概就是猪猪努力学台语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歌会杂谈之类的。然后7月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7月份有机会或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可能是一个线下的互动时间，但是这个可能要等主办单位稍微再筹备一下，等到公开的时候再跟猪猪讲哦。总之7月的某个活动有一个线下的一个互动哦，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一路到大概8月底，以前呢，大概就这几个比较大的活动，因为其实7、8月我也要稍微把时间空下来，要编辑金币奖的企划的部分。对，因为虽然说我们说今年会续办，只是目前还没消息，可是我觉得7、8月我会稍微有一些空出来的时间，让自己比较多时间去做一个金币奖的企划的一个整理，然后这样也比较不会让水灵这么干。水灵宝贝，我们7月大概也要 stand by 一下，然后6月过完之后，大概7月我们就开始来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频道，然后把一些就是有趣的一些企划先拉出来做一个撰写。然后我也在想说，今年金币的企划不晓得，因为 AI 现在已经算在今年蓬勃发展，就是冲很快嘛，那我一定会有一个条例，就是说我们这些企划书是可以用 AI 去生成去做编辑的嘛，这个可能还得要跟文稍微再问一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今年7、8月稍微有拉一些比较充裕的时间，我们把金币的企划书做一个比较排程式的编排，因为去年真的太忙，去年我们才用了7天产出了77张的企划书，还是其中一个范本而已，很像是那个最佳女 V 的部分77页，我天哪！要在7天产出这些东西，真的超级爆肝。对，所以今年想说我们拉长一下，不要让就是大家都这么干这样子。对，好，我追一下聊天室，我看一下。然后，我聊天室追到哪里了？然后，如果不会填表单或者那个没时间填表单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是文化部爸爸送的就是赞助的那个礼物的部分，如果刚好你不会填表单的部分呢，那就欢迎就直接加入这个就是高阶会员就可以帮你们填表单咯。然后5月份的会员的就是表单我已经全部都整理给伊藤先生了。好，那也欢迎大家6月份就有持续加入我们文化部爸爸的这个算是回馈活动的，大家也记得要继续填表单哦。谢谢，感谢。他哇，你跟水灵真的很像相声欸。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专辑的募资吗？没有，专辑没有募资，专辑就是基本上我们就会长期放置让大家购买。好，所以专辑的购买基本上不会有期限，希望大家努力的多多的帮我们把这些专辑收回家，因为未来在精装版跟平装版公开之后，我觉得我还会再宣传一波，我希望大家收到的时候我再把那些图放出来，因为真的很小和快，那个时候搞不好有一些人看到我们精装版跟平装版里面的图，就会激起想要收藏的欲望了。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还是算是秘密式的在做一个宣传。对，所以精装版跟平装版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算是预购的期限了。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买起来，就是这样子。对，那至于什么时候75张解锁，我们还剩下36张，基本上是没有实现的哦。对，我就看哪一天会解锁哦。我就看哪一天哦。对，7月会有线下哦，没有错。然后可以透露是在北区是在北区，但是在哪里我先不透露这样子。然后一群压力大的人夫在这里的聚会，能不好好释放压力吗？没错，人夫们，各位人夫们啊，好，人夫们辛苦了。然后主选加入高阶会员，请能够帮你自行填写，没有错，没有错。感谢水瓶跟他哇。对，7月的线下啦，8月是 FF， 然后 FF 猪猪目前是没有活动。对，如果又不小心就是被临时拉去那个线下哪一天再跟你们讲这样子。像去年很像我们有1-2个活动就临时被阿欧拉去，就很可爱这样。好，加入 YT 高阶有想朱迪卡为您自动填单，没有错。水母先生就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哦。然后影片部分是还好吗？水灵，谢谢你哦。的确在整理就是企划书部分，我真的觉得我去年到底怎么办到的？我天哪，这数字说是什么神秘仪式都可以了，真的。搞不好看到实体照片买的人会变多。我在想，对，所以我们在想说实体照片的部分，我们也是想是不是先放出来？可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 supply 啦。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专辑就是未来让大家收到手上之后呢，我自己也会自己再拍一些可能就是
拿在手上就是可能那个朱迪卡动起来的样子的那个状况，我再实拍，然后再请水灵弄成 shorts 之类的，我觉得也算是另外一种宣传这样。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宫庙风的周边是预购到6月25号，那其他像是可能现在还有一些现货在卖场的现货的那些复刻周边，还有我们的专辑的部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那就看大家什么时候把36张的精装再带走。然后就让猪猪公出害怕的食物之2，我还会开直播尖叫，就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有音量限制好像只有背心，目前有音量限制的是背心20件，然后我记得帽子是无顶吧，帽子好像就是无顶音量限制，我看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感谢他爸帮我做确认，你们等我一下。我看起来有音量限制的。好，我看这里我这边好多表单，你们等我一下，我有整理起来。嘿嘿嘿嘿，好，对，背心的话20件起订，然后帽子的话是无订，然后旗帜的话更自由啦，旗帜的话就2条就可以做了然后立牌更自由，如果真的这只有1个人要买，也是可以订，对。非常的自由，农药袋的话也很自由农药袋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就是起订的一个算是压力，所以目前数量比较稍微有一些压力的就是我们的背心，那帽子的话其实就是无顶，如果无顶没达到的话，我真的要反省，对，无顶没达到是我自己要反省，对，然后旗帜的话更是没压力，2条，那个就蛮好达到，因为我自己也会想要有1条，对。所以我们其实目前啦，我是觉得旗帜跟立牌就很稳，然后帽子的部分我觉得应该不会不达到吧，不达到我自己还是会印，因为我自己还是会想收藏，以及 Double 老师那边我会想印给他，还有娘娘啊，对，所以我觉得目前大概很稳的就是帽子、旗帜还有立牌，然后背心的话，我觉得大家有缘就一起。我们来冲看看啊！如果说真的也没办法的话，其实我这边也是会有想，应该也不可能不印出来，因为我这边说真的要公关的印一印也差不多了。可是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冲一下这个20件啦。对，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小豆结束该去吧啊！我爱福先生会这看可以加油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线下好然后再拉2-3位不对。壮观！我就看你们那个时候当场可以拉几位YF 先生2号 YF 先生3号来做迫害这样子没问题，感觉今年即便想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光是获得国际奖肯定或者文化部合作，对，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宫庙风格的东西，还有我们走中奖就是去走的那个有的没的有没有，然后其实今年还有一整年度啦 V-Stage 演唱会，我们就是大家可能一起同乐的那些照片，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芦笋汁的一些照片。其实今年要写很多东西，以及我们在文化的这个食材上面做了一些图片是什么？做了一些突破的一些，算是朱迪卡的那个什么天蓬槟榔袋，以及天蓬的那些槟榔的东西，其实那是很跳脱文化的一个层次的东西，对，那个其实在于外国人眼中是很加分的，对，虽然说本身槟榔这个东西很有争议性，可是跳脱出来，你看阿妹他们也有创作过牙买加的槟榔这首歌，那我们在去年对不起，在今年的书展，我们也看到了槟榔摊设置在书展里面，旁边又是游览车，是某一个摊位，某一个出版摊位，他们也采用槟榔摊这个构想，以及现在有很多米其林，不知道3星、1星、2星的主厨，他们也会采用槟榔这个构想，做成所谓就是优大家一墨的这个像槟榔的这个造型的点心，但是他们不是真的槟榔，只是因为它出现在我们台湾，我们想做一下，就这样而已。所以我把这些构想放在可能槟榔的这个蛋糕糕点的做创作，我希望传达的是文化这个东西不要贴上标签。对，有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去注意这个东西好或不好，但是我想传达的只是这个就是幽默的东西。对，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幽默一些之外，我们还挑战了我的金夏3色豆蛋糕，
很有趣的是，还被 B 鹏鹏说那个是什么核废料，就很多东西其实我已经在脑子里面整理好了，我就只担心我又忙到没有空去整理他们这样子。今年还会办吗？说第4演唱会吗？崔，我这个可能要再找时间跟板板确认一下因为目前我这边我只知道板板像去年办完之后，好像还蛮有心想要办就是第3届的，对，只是目前好像还没收到消息的状况下，我可能找时间我可能跟板板问，可是其实我蛮不好意思问的。我想说板板没有主动敲，可能他还在筹备还怎样，我就没有特别去问这样子。对，行秀丽丽哈，欢迎来到迪改编的。对，原创蛋糕之外，还有就是我们9月啊，去年9月阿月饼的馊主意，我们的皮蛋蛋糕，其实我们在今年各位相爱相杀的原创的这个蛋糕，或者是原创的点心里面也做了很多的突破了。对，所以那些再整理起来，对，整理起来其实也真的是蛮惊悚，然后也蛮惊人的，大概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变成说，我大概7月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稍微把频道稍微看一下哪里可以再做一些推广的，我可能会在后台稍微再弄一下之类的这样子。第3点说要去台中了吗？真的假的？板板有说吗？因为我一直蛮不好意思问的，我想板板应该也在忙，所以主播这边就没有特别再去做确认这样。对啊，所以可能我这边还是会静待板板那边，如果有消息再跟大家讲这样子。对，好，基本上默默在听嘛。刚小弟来到的第个海边的，刚小弟挂台怎么讲？好，不管，总之感谢挂台。大概是这样，然后7月开始会就是找一些时间，渐渐的把我们今年的一些想要投金币奖的一些企划把它慢慢完成之外，别忘了就是在7月底还有那个台语检定的部分，那就这些并行吧，就是我觉得在7、8月就希望可以安然的，不要让自己太忙碌的、匆促的把这些企划书整理出来之外，还有我们的台语企划，在6月跟8月各有2场比较大型的那种大型的一些台语性的联动这样子。那在那之前，那就是再抽一些时间，除了学习台语，还有台语联动，然后我们再把就是大家相爱相杀的这个料理，看这2个月还有没有什么突破，再可以继续往前突破的这样。听说你毕业了，姐姐只是想跟你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哦，你毕业咯。没有，诺诺说，因为诺诺最爱姐姐了，所以我知道诺诺不喜欢芋头，但是如果姐姐喜欢芋头的话，诺诺一定是会为了姐姐喜欢芋头的吧？是吧？诺诺，你知道你5月毕业了吗？新之喵你好，欢迎来到的迪改编的哦，新之喵好。然后诺诺，好耶！诺诺你毕业了，有没有开心？诺诺，我跟你说，你只要乖乖的，对，就不会再吃了。你要乖，知道吗？对，因为你9月生日，对我相信只要乖的话，你到9月以前应该都可以安然度过。只要就乖，爱较乖的知不？卖个皮啊就皮的那是个皮这真正嘛无摘掉被救你啊啦你要是再比姐姐，真的也没有办法救你了。喜欢是不是？对不对？诺诺就最喜欢吃芋头咯。对，诺诺喜欢吃芋头，对不对？看到自投罗网的现象，没事，你们大佬稳住，因为诺诺他现在真的是只吃到5月，6月真的没有他的故事，好不好？对，诺诺你要开心一下，有多可悲。好，我们要开心一下，我们真的没有诺诺的故事在6月，好不好？我们诺诺就是像保持的持平稳定，然后不调皮的风格，就不会有他的事情。你不皮啊？你确定你不皮吗？你只是说实话，你被威胁就眨眨眼，打力了就是。姐姐才刚讲完，你怎么开始挑衅了？而且还放了大便在聊天室。没事 ，no， 你现在挑衅呢，应该是还算稳啦。为什么？因为目前福利熊跟小妮妮基本上是没在线上，但我们像仅存的大佬就比较温和型的，例如阿吹嘛，例如我们他哇，
或者是我们店先生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和平型的大佬，所以基本上就是应该是不会看了就是马上就被狙击，对，所以你选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做了挑衅的这个动作，对，那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隐性大佬，我们长官其实是有能力的，只是因为他的薪水都要上缴给国库，国库是谁？就是夫人啊。他这个东西一旦他想要，其实他是可以狙击你的，你小心一点，知道吗？No， 我就叫你别皮了，你就在那边皮，你还皮，你就放大便，你继续放，我让你继续放。菜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卡平德哦，我就让你继续放哦，这相爱相杀的画面，那你可以继续哦。当然，姐姐不阻止你，我们这是民主的社会，自由的台湾，我们有这个是吧？言论自由的这个部分，你想继续皮是没有问题，对，因为就是，姐姐只能就是先帮你上香，对，和平温和，对，对我们这边的大佬就是目前在线上就真的就是和平温和派的，对，只要小你跟福利熊不在，或者是。我们玲玲学长不在的状况下，你是可以继续皮啦，是没关系啦。对，反正他们不知道，好不好？对我都问你，你也把冷汗了，你为什么还有办法继续放大片给他们啦？这下没人皮一下，没有弄他现在应该还是稳，因为其实基本上就是比较狙击型的大佬，目前是真的不在线上。对，不检测修了字就好啊，雪玲宝贝，我们应该没有就是收买你对吧？我们应该也没有把就是所谓的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对吧，亲爱的，是吧？好爽，就送你弄出来啊！No 啊，对，你就继续皮，姐姐让你继续皮没有问题，谁叫你是我最爱的妹妹呢？对。啊，我是不知道你今天皮一下这个留下这个记录，如果大佬没来补档是没关系了，对，大佬没来补档真的是没关系。姐姐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安详的度过今年的生日呢，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可以传纸条，大佬没空看，好被呛了，大佬被抢了呢。哦，水灵大姐姐爱你，这就是水灵，好，我们水灵姐姐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们在潜水挂台吗？其实通常诺诺的这种呛法，基本上就大佬只要被呛到，应该就会马上出现了吼。对，但是我觉得高几率基本上应该都真的在忙。好，彩彩你姐，我们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聊天室没有问题哦。然后彩彩，对，真的，对，我们这个是新鲜的芋头的颜色，因为猪猪一直觉得我的3.0的颜色真的很像那种色素芋头。我们所谓真正的。我们天然芋头应该是这个颜色，对，所以这个就是我那时候跟 L 爸爸说，爸爸，我要芋头的颜色，我要这个颜色。爸爸说，哦，好哦，我们就许愿成为真正的芋头这样子。不怕报复性大佬吗？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只要大佬没有看到的话，诺诺继续皮是真的看不到，对，也是钓大佬高手。诺诺，你就不要今天就真的被狙击了，诺诺。若是你会什么？后台下订单吗？水灵宝贝已经参透大佬了吗？没人浮上来就是对，没人浮上来就是代表大佬们，但是他们真的在忙。对，对，我不晓得诺诺就是在这个月初的部分，虽然说目前是安详的感觉是蛮安全的，但诺诺啊，你别忘了，今天才6月1号。我们大佬发薪水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你给我小心一点。今天才6月1号，你就跟我开始皮了哦。No， 我希望到6月底以前，你都可以安详的度过，好不好？我希望在这个月我在发高阶会员表单的时候，你都可以安全，好吗？啊，忘记月初，今嘛等呢，老的初一尔，啊，你得安尼皮安尼，我惨啊我真正有没有可能是有听到，但是没空回？我觉得高几率是如此，而且我们来到了月初，总是发薪日还没到，
诺诺你好智慧，希望这个6月你可以安详的度过，好不好？5号不是才发薪，还是说大佬都1号发薪？这个猪猪实在也不知道，因为其实我还真的不晓得我们家众大佬几号发薪是大部分，因为我好像没问过，我只知道上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我度过了，就是我觉得发薪日已经不重要了，对，不管何时他们都有办法相爱相杀朱蒂卡，所以我之后我再也不问他们发薪日了，因为问了其实也不可考，你知道吗？我说反正你们月底还没发薪啦，反正这个月报税你们没有弹药啦，你们荷包紧缩啦，这些都假的，这些不适用在上个礼拜我们的生日季的月底，对，我完全不适用。就是本来就很美，结果越来越美了吗？谢谢菜菜，谢谢你不生气，这是归功于 LF 爸爸还有我们的小新老师。小新老师的建模真的审美的，真的是1+1大于2就像虎虎说的。诺诺差多少就有蛋糕了吗？我觉得诺诺其实应该差不多要吃蛋糕了。我记得诺诺很像，你等我一下哦。其实诺诺，我觉得姐姐应该也差不多要准备蛋糕给她了。我记得诺诺应该很像才差1个月还2个月吧，真的差1-2个月，很像就可以吃蛋糕了。等一下哦。没错的话，大概还差1-2个月，对，所以再拘几个1-2个月，其实就9月是确定可以领蛋糕了，对。谢谢，我记得应该是差1-2个月而已，顶多差1个月吧。所以其实，诺诺你小心，其实你已经可以领蛋糕。诺诺你小心，我记得诺诺好像只差1个月。然后就可以继续领蛋糕了，对。总之他5月毕业了啦，我们得度过在吗？好像5月发薪有的8号、10号、12号都有，是不是？这对兄弟好和平，我都有第2预备金跟小金库，是不是？这个猪猪就不知道了其实我也很少跟大家探讨这个。才吃芋头一起陪诺诺。诺诺5月毕业哦，对，我们疼爱的诺诺妹妹，对，最疼爱的诺诺妹妹。然后诺诺的话，我等下晚一点帮大家查一下，我是记得他应该是很像只差1个月就可以领蛋糕了。等一下哦，看一下哈，对，的确，诺诺是真的可以领蛋糕嘞。我记得他应该是从去年5月被狙击。对啊，诺诺你可以吃蛋糕诺诺有了口碑。等一下哦，5、6、7、8、9、10、11、12。5、6、7、8、9、10、11、12、1、2、3。可以，诺诺你可以吃蛋糕我没得多过在吗？是毕业的好啊，刚好可以吃蛋糕所以啦，真的诺诺你是从去年5月开始被狙击吗？是的。诺诺，你9月准备领蛋糕，姐姐呢会迎合大佬的口味，帮你做最喜欢的芋头3色豆蛋糕，你说好不好啊？诺诺，你确定可以吃蛋糕领蛋糕，对，不止连3色豆都没事嘛。但是诺诺的蛋糕是大佬聚集的集合体，你觉得诺诺有可能不吃芋头，不吃3色豆吗？3色豆芋泥蛋糕，诺诺一定是没问题的。诺诺啊，姐姐今年的生日蛋糕还把3色豆以及我们的火腿打成泥变成了夹层，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哦。所以人夫准备一些第2金库还有私房钱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啊，子奈先生。然后这么送满的蛋糕是从大佬指定口味，对，因为毕竟是大佬狙击，整整狙击了诺诺12个月，你看多么的有爱。那么绝对就是大佬指定咯。你看诺诺就这样一溜烟就跑走了，真是可爱的小混蛋，不是真是可爱的小捣蛋。诺诺真的很皮他话你没跟我确定，我还不知道诺诺可以领蛋糕了。好，总之他是5月确定毕业，目前呢没有要继续吃高阶会员，但是9月份他的那颗蛋糕逃不了，好不好？这里的口味越来越可怕，我也这么觉得呢 ，Gino 老师。我
有够恐怖哎！谢谢大家。好啦，总之毕业的名单也交给大家了，你们是否要继续相爱相杀？我觉得就量力而为。也欢迎大家，就是不管任何时候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当然要想着共体时间，也是非常非常感谢的啦。最近芋头气泡饮，猪猪想尝试吗？我觉得芋头任何东西我都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肚子好饿，猪猪想去吃东西了。咱今晚来吹一个降落的地点。好啦，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今天陪伴朱蒂卡这个非常相爱相杀的下午。刚下你的陪伴哦。咱即马来找一个降落的地点，恁讲好唔好啦？我是伫卡囤足机，恁上台的迄个囤足机。你们这一台的直播组朱蒂卡现在找降落的地点，即马来开台水某真正嘛是足济，咱来去找。咱的西路上，咱的艳遇姐妹，恁讲好唔好啊？好啦，绝对好啊啦，绝对是 OK 啊啦，恁讲是唔是咧？背下是三色豆，没有错。可是不得不说，这个就跟咸蛋糕的道理一样，所以其实不可怕。最可怕的果然还是加了葡萄干进去，那个味觉完完全全已经麻痹了。好啦，刚下大家来到迪卡边的，咱谁的这个商品的周边嘛支持起来哦，我们生日的周边也欢迎大家支持起来。目前我们这个宫庙背心的部分宫庙背心的部分，如果有达20件，我们就确定是可以送印的这个部分呢，欢迎大家一起支持起来我们这宫庙背心的部分。那这个宫庙风呢，这次也算是迎合了就是猪猪一直很想要推广的这个台湾宫庙的这个元素的部分，全部都在猪猪的新衣装里面啦。然后透过就是我们火火老师的巧手天工，真的是把这一次的这个宫庙风的这个图画到个小水啦，大家支持起来，那很好啊，的立牌的部分真的很欢迎大家收藏。对，那猪猪在这条路上其实一直在探索所谓台湾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啦，我不是台语专家，我也不是文化学者，我只知道从小我就在阿嬷的三合院常常听到广播电台啊，然后有时候听阿嬷讲话，听阿公聊天，我听不懂，我很挫折，然后听着他们广播里面的那卡西，我嘛是听无。迄当中压力真正就大的，伊嘛常常讲是安怎朱蒂卡拢袂晓讲台语的，就是因为安尼。我细汉的时阵就讨厌台语的。我小时候很讨厌台语，因为总觉得大人觉得我听不懂，总是会否定我嘛。对，但是大汉了我发现咱迄真正拢是台湾上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长大之后我才发现，那个真的是存在于台湾很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对我而言，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人情味的儿时回忆。我把这些东西拿来我的频道经营，也很开心碰到了一群也非常热爱这些所谓台湾文化或者是台语的大家。它就是我们家的面线，你的请问到位米酸兄弟啦，谢谢你们。对，那么生日季公开了我们的 4.0， 非常非常宫庙风格，也很开心大家非常非常的捧场猪猪 4.0 的这个宫庙风格的新衣装。我这摆的新衫真正有够水的水，真正小水有无？真的是很漂亮。也谢谢 LF88 以及我们建模老师、小新老师的肝脏，对，真的把猪猪弄得真正有够水的水，真的很漂亮。好，有没有？对，未来开歌回我们也有这个香菜的这个麦克风，可以跟大家做互动。咱的烟水的这个麦克有无？烟水的飞，有看到无？真正的飞，有没有香菜的味道都窜出来了？我们香菜麦克风在飞，大概是这样子。好啦，还有更多的台湾文化，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台式周边可以出来跟大家一起打打闹闹，我们继续相爱相杀到永久，好不好？お疲れ様，谢谢你们。然后可以的话，我们这个礼拜不止这个礼拜啦，这个月一起冲看看我们宫庙背心的部分。那专辑的部分可能我们就比较没有时间压力，顶多就是75张精装版达标了，我就吃那个很可怕的东西，但是现在还不能讲。对，然后背心的话一起冲看看20件，
对，就是套组跟丹麦是联合在一起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目前好像背心丹麦是2件，套组是2件，那目前我们已经有4件的扣打，对，那我们可能再一起冲看看，好，希望大家量力而为，有想到方便的时候，共体时间一下，刚完刚下，多大我是迪卡屯 Jackie， 真的谢谢你们啊，これがSugar桑，刚下的鹅的，谢谢。谢谢你的夸奖。小时候不知道在乡下，阿嬷拿着竹子。哦，无呢，我们好，阮阿母也是咱阿嬷拍过，因为我伤乖啊。我就是因为伤乖，即马这恰到这互恁欺负好无？我就是因为太人畜无害了，所以才被你们欺负啊！我小时候真的没有被打的记忆耶，因为这太笨了，你知道吗？太笨乖了，我应该要坏一点的。好啦，我们切片尾哦，谢谢你们大家。那猪猪今天一整个下午可以这样陪你们聊天，说真的，对我而言真是超舒压，好舒压哦。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刚才咱的泡芙老师把我们4.0这个 Q 版给我咱的米刷咱到顶架，咱的卡甲到顶架的 key 哦。我们继续相爱相杀到永久，我们这个卡甲会走到哪个阶段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能够继续走，我会尽量走，努力走，请大家继续陪我走我是台湾米芝宝迪卡屯 Jackie， 走落来要讲到伫咧咱死的冰岛咯。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しれ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那么讲到伫咧咱死的冰岛，咱安全带好好势哦。安全带显示好，我们一起去找我们的艳遇姐妹咯！大家拜拜，明天重训见咯！我只剩下最后一盒葡萄干，我无敌，我爽，赞啊！